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赶纪念夹子，新计划的干帽摕来治。古早味的锁匙圈啊，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风神四界去。酒开啊，美女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拾一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啊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七，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三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显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分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囤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囤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赶纪念夹子，新计划的干帽摕来治。古早味的锁匙圈啊，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风神四界去。酒开啊，美女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拾一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啊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七，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三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显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分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囤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囤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赶纪念夹子，新计划的干帽摕来治。古早味的锁匙圈啊，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风神四界去。酒开啊，美女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拾一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啊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七，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三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显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分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
迪卡囤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到店来看成。迪卡囤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徛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徛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季气。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响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囤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囤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到店来看成。迪卡囤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徛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徛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季气。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响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囤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囤足机调味专辑，兄弟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午安。杂谈吗？你们以为会顺你们的意吗？我不管，我今天要唐突先开场，对，我要趁着我的喉咙状况比较 OK 的时候多唱几次，不要说我乌鸦嘴，对，但是你知道一忙起来，就是万一。maybe 可能又突然感冒周期来了，我是连唱都没办法唱的状况下，我们不如就是我们先我们先预测一下未来，很担心又忙一波感冒的话，至少我们还有这些档可以留存，然后还可以选择大概有哪几首比较方便、比较完美可以丢出去的，快点，兄弟们，兄弟啊，等你，这里，午安，大家午安。午安，杂谈可以热身吗？我每次杂谈已经砸下去就1个小时热身，然后发现靠，一首歌都没唱，不可能！不要！我不要理你们，我要先杂谈。我要先跟你们打完招呼，就要快点。对，我要就是不讲武德的唐突开唱了。他哇伊拉塞，然后8月1号先生伊拉塞，恰恰伊拉塞，清水强盗欢迎哈，小天伊拉塞，然后。雅晨伊拉塞，超强 Galaxy 伊拉塞，
然后杂谈没有杂，不要让你们称心如意。然后追生者，然后 Andy， 然后叫薄荷，老师猴子，我当就比我没得多过在吗？泽野先生伊娜塞，然后 Andy 可以热身吗？不行，我不能蹭，让你们称心如意。差不是9%，我先把1%唱完嘛，后面3个小时杂谈可以吗？对，我要先预测未来。我在想啦，因为接下来的其实8月都很忙，8月其实就是不知道在忙什么。对，我要趁我喉咙状况 OK 的时候快点唱就可以拿下。然后午安，这位是 Sleepy 拿下。哎，怀特比哥拿下，笑笑哥拿下，水灵宝贝，才刚听着呢，打完招呼继续。没有打完招呼，我要唐突唱，我要唱。然后水灵宝贝那个8月6号了哈，我可能这一阵子会稍微联系你，就是关于那个我们的精华可能要怎么剪。可是因为最近比较忙，所以我可能只会跟你说大概怎么样。但是你先不用剪没关系，等到确定要剪的大概已经是8月中旬了吧。但是我尽可能让你知道要剪哪些，好不好？对，来听歌，好，老师猴子 ，OK， 生日快乐，新破赢拿在，这里没有破，只有你各位的鸟公，好不好？然后就是打完招呼继续，等下你们是你们国文怎么了？你们国文怎么了？你们国语怎么了？怎么了？想被揍是吗？你们的国语怎么了？你们听力不行吗？你们国语听力没有过是不是？想被揍是不是？来，想被揍的，记得把我们的募资专案的75C 以上套组赞助起来哦，一起冲一波，知道吗？然后也感谢就是这1-2天也有陆续小额的加入我们的募资专案的大家，帮猪猪加油的大家，谢谢你们！8月很重要，快点，就小额大额都是好额，250块，你就是文化传承的推手，知道吗？这个很重要。猪蹄博士你好，哇，我感觉迎来了我的友军猪蹄博士。感觉跟我是友军呢，然后砸3小时，叛逆自己扫兴，没有，我不要让你们称心如意，我现在打完招呼我就要不理你们了，打完招，小听你的听力也没过，都准备好翻车，好宝贝，你也可以跟我分享说你觉得哪里翻车奖很棒，好不好？就你觉得说猪猪的翻车奖吗？大概那个3年每天的配信都有怎么办？好难选。我也这么觉得，好难选哦。一来看到直虎吗？洛纳屯，你想被揍吗？我给你们一个想被揍的机会，真的揍你们。我说的是真的，好不好？对，至于那个详情欢迎就是募资网页扫进去，在75C 套组以上的那个专案下面有很重要的讲解，真的是揍你们，真的线下揍，因为毕竟我们是银河演唱会，好不好？然后真的很多人想被揍。我是觉得啦，风声大雨点小也是有可能啦，对，搞不好就讲，那只有5个人排队，是不是？只有5个人排队然后想，谢谢他娃想被揍。好，我在想说，他娃站在我面前，其实我也是那种揍不太下去，因为他娃其实。大概我揍不太下去的是阿饮食他哇如果阿崔真的也有买被揍特点的话，我应该也是比较没有办法。其他的就是磨刀霍，你知道吗？其他的我巴不得自己准备拳击手套，你知道吗？然后一声一拉下来，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你们故意看起来很安详的离开会场了吗？会吗？他基本上听说我们的长官会带着。怎么可能会有友军？我的友军没有吗？确定吗？我 demo。对啊，我想说，因为你们就最爱讲干话了，你们最好都过来，最好全部 VIP 给我全部售完之外，全部 VIP 全部都获得1拳特点我是说真的不要想要直虎吗？直虎可能那个你要问我们姓长名官的那一位，我也不知道他从哪获得的。你生日大人是吧？小胖午安来公安打给贺，好，我已经知道聊天室了，我不要理你们了。快点，我们先来挚爱一下今天是2.0嘲讽脸猪猪，
欢迎大家来到啾啾频道。我们目前募资倒数20几天，欢迎大家支持起来。8月份是很重要的关键哦。今日是拜三吗？好哦，今日拜三，好哦，来，行きましょう。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等一下，我没有开 echo 啊！等一下呢，那个不算再次，我没有开 echo。好像 echo 了，我们像 echo 美化一下。等一下，再次啊，再次，哎。好，很完美的，要精明干练的，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当初还是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oh, it's so I can't be seen as falling and undone。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简单。啊，完蛋了，声音还没开，那我多唱几次。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当初还是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oh, it's all I can't be seen is falling and undone。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空无一人，盲目的等待，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简单。谢谢大家，我好热哦！哇，原来不是只有练 Sakura 钢沙的时候会热。好，先暖暖嗓，暖暖喉，我们大家再一次，等一下哦。好，谢谢大家。一开场就捧，老婆没到场哦。没有，这种东西就是不需要常常被人家盗，对，因为一旦被盗账号，实在是太麻烦了。大姐午安，欢迎来听歌。但大姐待会应该还是爱来困吼，看不出来。不要再吃饭了，神月已拉下，然后每次故意不想，就100%。他瓦，你知道太多了，他瓦。我 Timo， 你那个草字头可以剪掉，谢谢。看不出来，我在吃饭。你知道面对就是这种比赛歌曲啊，对，然后还要就是憋笑你们把这首歌玩到就是
不是原来的那首歌多么痛苦吗？你们知道多么痛苦吗？开场抛自然，好来啊，数到10一下，等我一下，把握我们声音还算 OK 有办法的时候。啊，是小喵喵伊娜塞。我来数到10，大概就挑出这几首。等我一下哦，喝个水，马上回来。不要再久住经验，都已经录那个中原普渡歌会了，放过他，放过他。啊，你们最爱的6处纷飞。啊，打嗝了，等一下。怎么样在打嗝呢？然后你干嘛现在打嗝呢？现在打什么嗝啦？你们等我一下。哦，讨厌。等我。对，实在是太坏了，干嘛啊？撞到头，对不起。干嘛这时候打嗝？陈叶柳伊拉塞，打嗝帮了大忙。什么好可以被打？我其实这一次的一拳特点出来，我真的发现原来大家为了被打真的可以这么努力耶！你们为了被打可以这么努力耶！就是比起这个台语专辑冲进去讲，你们真的比较想被打耶，你们真皮在痒了，你们真的好奇怪啊！来，是稍微好想被打吗？你们还是那个啊，好，我就期待一下10月18号到底谁真的确定是会被打，好奇怪。对了，米娜版有跟你们讲那个 VIP 的票数了吗？他如果没讲的话，我就先不公开。有吗？哦，你给你上一拿上哥，好讨厌，好讨厌。OK， 你们真的很奇怪，连教练都是你们的友军。对，我真的觉得这个太巧合了我根本还没有跟他提出这个全集的要求，他怎么就自己带了全集套要过来训练猪猪了？我天哪！神语在晒，所以你们还不知道票数嘛，对不对？好羡慕哦，哥可以被打。你们18号就有人可以成为那个格了，知道吗？好不好？所以还没你们还没知道 VIP 的总票数嘛，对不对？好，如果你们还不知道的话，我就宣布公开。对，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难抢。然后我也期待每个抢到的就有资格获得一拳特点啦。加油齁！你们到底在羡慕什么？包教练想不在这里，他才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你们激不出他的，知道吗？对，你们激不出他的，他才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知道没有？好羡慕可以被打，你们这几个羡慕的，我真的高度怀疑你们已经准备好要购入一拳特点了，你们知道吗？你们的话都不能信呢，我再也不要相信你们了，你们都好奇怪。薄荷，你就不要让我看到你18号出现在被打的那群。好啦，总之呢，祝大家抢票顺利，然后别忘了也要支持赞助我们这次的专案，我们要冲上金曲奖的，对，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大梦想。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撑，少少的250块，就真的可以撑起这个大大梦想，好不好？搞不好教练下午都在健身房播出可以不要吗？好社死哦。好啦，来6处纷飞一下。你们都在引诱我聊天，我不要理你们。
哑的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蕊。沉默的落叶，风来了就要道别。不同的世界，没有错与对，仍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心酸那些，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两个心三分想念，厮杀过五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两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两颗心三分想念，厮杀过五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两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爱上一个人，两颗心三分想念，厮杀过五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两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十分感谢。9点枫叶伊拉塞，羡慕可以被打，别羡慕啦。对啊，现在就是有赞助就有的被打，花钱买被打，你们真的很奇怪。谢谢大家，请上香。不是，宇宙大学环费伊拉塞。好，然后也感谢宇宙大学环费都会陆续贴一些那个 V-Stage 演唱会的资讯到猪猪的频道。有时候我忙到我没有办法贴过去的时候，感谢协助传送这个讯息的大家。Hello， 来，被打会有主体印吗？打一拳之后，然后用那个印泥，然后盖上去你的脸，好好玩哦！用那印泥盖上脸，代表一拳特点，很像可以耶，在脸上代表一拳特点这样子。而且那个印泥啊，那个印泥就是那个猪猪的那个什么，那是什么东西？蜂蜡章，很像可以这样玩呢。对，就一人揍一拳在脸上，然后完之后，然后再贴上一拳特点的印泥，这样。好好玩哦，好像可以这样子啊，好多东西想玩。
什么？跟猪猪最熟悉的是这个嘛？一拜天。哦，雅晨，我真的觉得土味情话奖状颁给你几张都不够诶，土味情话本尊超屌的，真的。然后中心一拉下午安27就是农药，对，是浓烟了。哦，好热哦。数到10，很像很赞吼。我觉得可以这样玩因为就是我有跟米娜板板询问过，说我可以让你们一群人倒卧在我们那个排队的队伍啊，但板板说因为这次的场地可能会比较拥挤，而且这次就是毕竟有5位，应该是人数会稍微再多一些，担心真的会打扰到其他那个排队的队伍，可能我就没有第3届了，对，所以我觉得好没有办法让大家倒卧在地上，至少我可以在你们脸上留下印记，但是不是我的唇印，而是我用红色印泥，然后盖，然后在你们脸上印上我的那个蜂蜡掌的那个印泥，代表一圈特点。好好玩哦，好好玩哦！午安，梦游伊那塞，倒在立牌前感觉也不错。要不然如果你们想玩的话，板板也说可以在外面，你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们就一群人有那个一拳特点那个脸的嘛，对，就那样倒卧在立牌前，然后堆起来，可以堆起来，拜托，堆起来，然后就那个照下来，宣扬本土国威。虽然说我不晓得这跟本土国威有什么关系。亲吻大地，对，就是我们面线，对，爱护这个高雄这个台湾这个地，爱到亲吻大地这样。有樱花印的他骄傲。27株这鬼杀队好强。对，鬼杀队超强。什么粉水推崩了啦？没有。提印可以耶。对，我觉得如果说没有办法让你们倒卧，但是至少给你们一个一拳特点的纪念留在脸上。难上加难，这是什么人肉特点？知难而上。可是因为一定有人会觉得说印在脸上太可惜了，就是毕竟之后要洗掉，舍不得嘛。所以我想说，是不是还是做个贴纸让你们贴在脸上，代表有被揍。总之呢，离10月18号还有一段时间，我再想一下一拳特点要直接印在你们脸上。可我觉得印在脸上比较好玩那大不了你就不要洗脸啊。大不了不要洗脸啊，对不对？知难而上。生活一来晒，欢迎大家。我怎么跟你们聊起来了？等，我又上当了，等下我不要理你们，等下不可以聊天。好，前2首暖暖嗓，应该不会有人想留在屁股。我是可以踹你们屁股，我可以踹你们屁股，但是不要脱下来，对，真的会被警察抓走，所以如果是对我也顾虑到说，有些人就是不想要打脸的话，想打肚子或者想踹屁股的话，那就是被踹的那个地方就是贴上的那个一拳特点的那个特点贴纸也是可以，对。然后可以印在你屁股上，做个猪体戒指吗？没有这种东西，没有戒指。然后或者说你上次到现在，你看你这个他娃1年不洗手了。对，上次握完之后，他已经整整快要不，这边还没到1年啦。对，去年是11月18号嘛。对，整整就是7、8个月不洗手了，那没引颈，这样不可以，好不好？乖一点。等一下，你牙碜。好，你们都冷静，你们应该乖乖洗手嘛。你们那层皮已经谁啊？已经不是前阵子 COVID-19 可能又复发，是不是因为你们害的？警察先生就是这个人。好啊，反正你们敢玩，我就尽可能给你们很棒的回馈，就连一拳特点都有可以纪念性的东西，看说想纪念在你的脸上，还是说贴纸，好吗？就是这样呢。好，谢谢你们的支持，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猪猪的梦想这个台语专辑，你们的梦想想被揍，很棒，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成长。虽然说这个努力跟成长很奇怪。想被揍的成长跟努力。你还在林雀是吗？林雀人真是天选之人雅真。做个印章上面刻台湾小弟怎么出现台湾合格猪一拳特点？可以
可以可以，台湾合格猪一拳特点可以去磕一下，对，然后到时候那个我是想说2个都可以给予大家，就是说我们磕出来的那个章，基本上就是章，然后印泥我们也准备在旁边，然后那个贴纸让大家带走，看说你要贴在哪里，或者你就不想撕下来，你想做纪念，然后至于那个印泥呢，看你要印在你的脸上。或者你身上哪里可以印都可以，但是你不要真的把屁股那个内裤脱下来让我印你屁股，我真的叫保全给你抓走。我跟你说，可以耶，我觉得有点像那个猪肉标章，但是上面特别就是一拳特点这样子。对，然后贴纸有了，然后至于那个印泥章，你们要不要印？那个就是看被揍的大家。对，要送给猪蹄，可以可以，那这个一拳特点成立了，而且还可以有一些那个就是什么猪肉啊，什么安心猪啊。然后上面就是安心猪一拳特点这样子，好，可以可以可以，谢谢小 T， 可以可以可以，猪蹄吗？果然每次这种东西跟你们聊天吼，就是会蹦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点子。你是天选还是边缘吗？现在可能已经是边缘的状况了，杨晨，就怎么样都没办法确诊，搞不好是确过了，只是你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征兆啦，对，哦，好不好 ？OK 啦，搞不好也是我们已经是同一挂的，只是。你的症状就不明显，然后也不严重啦，也是好事情。好，一拳特点合格标章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有购买的就为你们制作，好，让你们贴纸可以带走，然后印泥要不要印？好看当下，好，让真绝不凡的想被揍的你各位决定。这样，你们真的好奇怪，我现在想起来你们真的好奇怪哦。我要把那个屁股就叫保全抓。我不要！你们把那个内裤脱下来，要我印你，我直接就是叫保全帮你印，不可能！哎呦，不行，我又在聊天了，朱蒂卡不准聊天，工作压力太大，什么鬼东西都碰得出来，然后陈家确诊了，然后你怎么验都没用吗？亚琛，你真的超级天选的。品轩以拉塞，生育好，板板会不会想说这边的出逃？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多出逃的人，然后我们家面线真的也是很多出逃，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就是看一个界限在哪里，我们就不要再上去，不然其实我们家面线很多疯子，我们家熟男很多疯子，对，因为像我可能本身就是开台是我的休闲时间嘛，对，所以。新朋友可能不知道，开台基本上是我的休闲时间，因为我就是如果说离开了这个频道，或者说我这个中资呢，本身生活是紧凑到不行，然后非常非常忙碌的，所以开台是我的休闲时间，所以他们压力山大，你知道吗？他妈真的压力山大，对，每次来这边冷肖维唱歌就很快乐，然后好死不死就我们家面线们，因为在这个时间开台，常常吸引到大老板或熟男们才可以过来低台，对他妈压力他们真的也是很大，我们懂彼此的压力，所以我们真的很敢玩，对，我们现在就看说那个目前演唱会现场可以让我们玩到什么程度，我们尽量配合，对，要不然就是很想让你们一拳倒卧在那个地板上，完全不要起来，人肉堆这样，哇，好想玩呢。对，但是板板看到之后就是，对，这个可能没办法，对，这个场面上不太好，对，毕竟还有其他的那个观众，还是你们可以到那个外面立牌，你们自己叠在那边。板板突然害怕了，你知道吗？板板突然觉得我们真的很可怕。午安，贤武，朱蒂卡不准聊天，我现在不就还在跟你们聊天吗？可恶，搞不好等一下有人会。拿皮鞭请你帮他鞭屁股，我觉得拿皮鞭没关系，因为毕竟都跟大家约定好说，好你们就是那个刑具自备啊，你们想鞭屁股没关系，你们不要这样把屁股给我脱内裤脱下来，不要不行，可以不要妨碍风化吗？对，满满的出逃，对，我必须思考一下，要不要请这一支？就是每次都很多出逃呢。汤娃这次也是打算买2个 VIP 吗？哦，但是这一次基本上我们就只有1场。对，因为想说回馈大家，因为上次我们分2场嘛，然后我们自己就是这次有讨论完之后，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浓缩成1场，然后把它做到很完善，然后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的让大家满意，然后还有一些特点什么的，我们就1场就好了。对，就是让大家就可能不用再多花一次的钱这样子。这次好像只有1场，对，这次就只有1场，浓缩1场这样子。对，所以就是那个一拳特点好好玩哦。哦，好好玩哦，真的好多出逃哦。
用钉鞋变脱裤子针灸。对，这次就1场而已。好，总之呢，你们现在在幻想要被我处刑的，已经不用幻想了，真的可以实现了，好不好？好，75C 以上套组先站住起来哈。75C 以上是最低标，还有上去，好，上去就是说，如果说你们赞助75C 以上更贵的专案的话，一样有包含哈，就是这些内容全部都在我们这次募资专案里面都写得很清楚了，好不好 ？OK， 谢谢大家。想被揍的，想被踹的，欢迎参考本频道目前 QR code 扫进去，或者您的字典连结啊，有说时迟那时快 ，ending 先生，今把吹落去咯，来，您等我一下，嘿，我出头过要来啊，你知我要冲啥回啊吼？对，我出头来咯。来，刚温刚下咱的 ending 先生来参加咱的吼第2笔台语专辑的这募资计划吼，300块吹落去咯，吼，300块吹落去哦，真正是有够刚温的吼，那是 ending 先生哦，即马来我看一下，那是 ending 先生尔，来，哦，真正就刚下就刚温呢，吼 ending 先生吼，还有嘿。福利熊大大吼，请归刚吼卫星导航，咱的柚子咯哦，就这样，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今晚受理来到的293436，293436，来 ending 先生来列留言吼，我马来看一个小额赞助提案计划，加油，谢谢，就是安内，好，你的支持好，只要250块以上。好，您就可以成为我们文化传承的推手。谢谢 AD 先生啊，好开心，好开心！我们现在这个8月非常的专业之外，也非常的关键吼，所以就是希望可以更多人知道我们这次的专案，然后猪猪也会努力到最后一刻，因为我们这次的专案真的算是突破，就是 V 圈以往大家比较所看到的一些风格吼，所以很多人都会说这个真的是抬到爆的一个专案，没错，就是个抬到爆的专案，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很想推的东西，对，所以我们就是努力的会推到最后一刻这样子，谢谢。然后293436，我现在马上改一下数字，293436刚下列集齐。好，那如果说您在赞助当下刚好猪猪没有发现到的话，请一定要再次告诉猪猪，好，让猪猪马上帮您，好，把就是这个数字，好，随时为您做更改，哈。对，那个手指虎非常的功德无量，好，你们确定是功德无量吗？也就是说我10月18号还可以积阴德揍你们积阴德是吗？因为在地狱，我来问一下葫芦老师，看我这个我用超度手指虎揍你们是不是真的可以积阴德？好了，你们等我一下，因为在地狱国际是有没有可能他已经变过之没发现啊？什么东西？这里没人把。正好你最好是给我出现在队伍中，气死我！龙飞伊拉塞，然后幻想了一下，猪猪用手趴向屁股那个清脆的那个，可以不要吗？这个玩太大了啦，这个玩太大了，你们好可怕！谢谢安迪先生，小额赞助293436，你们等我一下，好，立刻帮你们做一个数字上的更动，293436，来，打下去，对方功德加一。你们的话我都不能信哎，你们的话我都不能信，你们都很奇怪。开关先生他们很奇怪，开关先生救命！就专辑募资，他往你今天是被谁倒装哦？他往你。继昨天他突然就是开车之外，今天又就是对他你是最近被谁偷账号？不是那个专辑募资不那个该怎么说呢？这个是 Super Chat， これが Super Chat でございますね。专辑募资的部分可能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主播在看到大家彩绘聊天室的当下，也是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好，那目前我们Tawa示范这个是黄色的 SC，150块的 SC。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主播看到会好开心，谢谢您的赞助。然后再把这个赞助的留言念出来。好，但是至于这位Tawa，他自称萌新，对，真的是本频道很贵的3800萌新，对。
我们频道自称萌新是很贵的，你们知道吗？对，然后基本上，不是呀，原来是不是？不是雅晨，好，不是，等一下你们那个示范的那个点不太对，就是我们那个募资的部分不是在那个 YT， 对，不是在 YT， 是 YT 置底上面的连结，对，然后但是呢，也不得不说，主播在看到彩绘聊天室的当下，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对，也谢谢雅晨寄出了就是150块的这个这个不是优惠是赞助，对，这个叫做 Super Chat， 也叫做 Super Chat， 我告诉你，嘿，叫做 Super Chat， 安尼会晓吼。嘿对，这个 Super Chat 吼，那是主播，主播是什么？那是主播莫拉达啦，真正是足欢喜的。俺刚才，你的主播吼，那是这 Super Chat 莫拉达啦，死哥哥欢喜，安尼恁刚才，真正是死哥哥有够欢喜的，吼，就是安尼。好，所以这个 Super Chat 就是这个就是 Super Chat， 主播就是会有收入，然后 YT 抽成之后就会把这个收入在每个月结给我们这样子，对。但是如果您想赞助本频道的台语专案的话，记得前面的 QR code 扫进去，或者是那个置顶的连结，要点下去才有哦。是不一样的东西哦。安尼解说您刚听有，いいですか？不有的字。你们到底在玩什么啊？在被打之前，得先拉高猪队友的仇恨。八月先生，你知道不用拉高了，已经满出来了。从3年有点夸张，从1年前之前就满出来了。你觉得还需要再拉吗？再拉下去，我怕真的每个人就3拳，你知道吗？直接送你们2拳、3拳。示范错了吗？不是，但大家会员是这样子加，不是。不是啊，雅晨，虽然说会员是绿绿的，但是跟那个绿影不太一样。我们这个是75，这是75块的 Super Chat 啦，这是緑的 Super Chat 啊。这个 Super Chat 不是会员呢。哎呀，member じゃないよ。ちょっと待って君たち。落ち着いて不要たち。你是在做啥鬼呢？你们在做什么？不是，猪播，对，我也是一只猪。毕竟我生而为猪，还是只猪播是可以的，说得通的，可以吗？好不好，刘烨先生？原来是这样子啊，初见不太熟是这样子。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您这个名字不晓得为什么出现在我们的那个绿界后台很久了，而且是我们这个频道大佬，年资第1名怎么回事？对，年资第1名之外还是时空旅人盛宏你在干嘛？盛宏补上这两句置顶连结赞助，所以是要这样子才是。不是盛宏，你听我说，尊爵不凡的这位盛宏，也是我们的那个周边大佬，每次都买好几倍的周边的这位大佬盛宏。好，你请导到听我讲，目前您所赞助的这个黄色的150块呢，它也是赞助，它也是赞助，但是它是否就是 YT 这里，就是 YouTube 这里，会让主播收到这个黄色的这个赞助，主播看到好开心，那 YT 抽成之后呢？我也会月结给我们这样子。我今天到底重复讲这几句话到底多少次了？好，规个公公这个转播。好，也就是说呢，目前你们想要赞助这个猪猪台语专案的部分呢，这不一样哦，不是用我们的 Super Chat 我告诉你，是把这个前面募资网址的这个 QR code， 募资截止日到8月27号晚上11点59分的这个要扫进去，这样子才会看到我们那个挖贝的专案，挖贝知道吗？你们要到挖贝的那个网站。或者是在上方对，上方宝剑不是年代感飘出来，在上方的资讯栏有一个置顶连接，你们都在骗我聊天，你们好坏都不让我唱歌。大姐，你不是在睡觉啊？而且大姐你怎么是日本元呢？大姐你不是港币就是日币，你真是外币大佬大姐。问就是萌 C 吗？说好群老无我，讲就是砰。就是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我们大姐目前示范这个是不是200块 SC， 不好意思，毕竟她用的是日币。它这个数值呢，基本上30块，应该是30块，应该吧？应该是30块台币的这个数值。然后这个也是 Super Chat 的部分呢，对。就各位初见的大家，或者第一次使用 YT 也欢迎大家可以跟着大佬一起彩绘聊天室一起玩赞助少少的扣扣就可以让你的主播长长久久不过您目前的主播的募资大计划呢并不是 Super Chat 而是您眼前的这个募资专案，在挖贝募资 DOB 台语专辑专案我告诉您呢
那个不是会员从这边加是吗？这个会员这个我也不能说不对呢，哈，这个15个月的组长，我们感谢组长恰恰啦哈啊，不过这个是里程碑的部分啦哈，这个里程碑是现在回的，就是你加入我们的会员哦，他每个月都会跟你刷一个里程碑，代表说哦，你已经加入本频道多少天多少月，年年月月岁岁帮您记录下来，非常的方便。现在我告红杯，安念刚栽哦，大佬真的。你们是不是在骗我聊天，不让我唱歌？拿子以来塞，命由以来塞。恰恰说的那个是抖内话，搞不好改名了。命由有改名吗？为什么？偏啊？什么？三番宝剑。长官他们在欺负我，他们在欺负我。对，这是歌回，不要唱歌了。上方大宝剑都有会员可以讲。长官，你是我们最崇高的那个最稀有的经理人，你还想怎样？你到底还要怎样？说到这个那个长官，大家对于你的手指虎都非常的羡慕，都在询问说到底哪里可以购买得到？这我不好说哦，这种东西就是对朱迪卡完全没概念。嘿，我只知道我被你们科普了这个很可怕的东西，然后10月18号还真的要揍你们一拳之外，我还会赠送你们那个一拳特点的贴纸哦，上面有那个猪肉标章，然后上面还有一拳特点的记录，然后我还要带印泥过去，印在你们脸上。对，但是重点是印泥的部分，看你们自己可以当天再决定要不要被印，但是贴纸一定会有，好不好？这算是一拳特点的纪念贴纸，这样年年岁岁月月我只要你的眼。大姐，你可以去睡觉了。有啥可以上？以他上不是正好那个不是那个一样是绿色，嘿，赶快洗。绿色的台语变哪讲？我用没个底啊？不要紧啦。赶快洗米多利一路。我知道了。迪卡，看三番宝剑。你小心，我10月18号真的亮出我们家床的尚方宝剑，你们不要吓死我跟你说。刺穿你们的屁眼，我跟你说。主播，你们发现你改名了吗？命由有改名吗？命由不就是一直都是命由吗？电财宝剑送去上去地府揍，什么可以欺负猪哪里可以加入？你们每天都在欺负我。我们刚 Andy 先生已经赞助了我们的真爱，我要为了 Andy 先生来改一下我们现在的数字，你们等我一下。人家改到一半，对不对？292934436，应该没错吧？2934436，2934436，这里。2934436，好，这样应该就有了。谢谢盛豪，目前示范的这个是送出会籍 member gift member gift のこと。真的要被3番主推之前是原来是这样子，主推我常看的 V， 然后现在也就是说之前是 Dear， 然后现在是变成常看的 V 了。谢谢 Min 有跟我解释，然后审判是法官的责任，送去见你是辅助我的责任。收到了 member gift， 好，这个目前我们盛虹示范的是那个送出会籍好的这个动作是怎么了？我现在在 Discovery 吗？你可以不要把我的频道变成 Discovery 吗？我像是歌回，好不好？起码是舞蹈吧歌，我告的，我不要理你们，我只要唱歌就好了，我要继续唱歌。好，接下来我要准备这首歌。准备被揍吧你们，准备被印上猪肉安全猪肉标章，还有一拳特点的纪念印泥。好，今天介绍的是
如何赞助主播 Super 加斗？冷静，你们先冷静，我先唱歌。大燃烧神教伊拉塞。好，那么接下来有《猪肉之歌》这个东西吗？哦，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将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是自甘，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是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是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是只敢这样喃喃自语。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投 SC 不管主播。我想所有的主播都非常欢迎这一类的观众，只投 SC 不管主播。所有的主播都非常欢迎只顾着我们的募资专案，疯狂帮我们洗数字不管主播，非常欢迎，超级欢迎，知道吗？对，就是猪之歌，什么觉得猪之歌很可爱啊？猪之歌哦，我还没去听，但是很像很可爱，很像可以练，乖乖做教前群，什么东西？教前群吗？哦，我的福利熊来了！我们福利熊还有2个扣打哦，你们知道吗？我们福利熊来了，你们知道吗？趴趴熊来了！小福利，福利熊，小福利，福利熊，小福利，哦耶！完全福利，完全福利 ，every day， 完全福利。完全福利，福利熊，小福利，熊福利，福利熊，福利熊，小福利，福利熊，小福利。啦，爸爸熊来了，爸爸熊来了，会狙击你们，狙击你们什么呢？75C 套组，75C 套组想被揍的，谁来他啊？请支援收银。好啦，一下下就好了。最近趴趴熊来，等一下，趴趴熊回来，不是我在感谢你啊，因为趴趴熊送一拳特点福利耶，他目前手上还有2个福利，他现在已经获得了1半的一拳特点了，是不是？当然要恭迎一下啊，对不对？好，我目前还有2份75C 以上套组在趴趴熊手上，好不好？恭迎一下，你要我给他下。所以目前趴趴熊就变成了福利熊，因为会送福利，送一拳特点福利这样子，画风突变，已经是登场必须。对，像我们就是在我们这次的募资专案，感谢趴趴熊，就是特别用迫害的方式支持我们75C 一拳特点的部分。对，他目前就是打算送出3位名额，目前有1位已经聚集到我们的柚子啦，好不好？对，感谢。好，所以目前到我们募资专案完成之前，我们都可能在趴趴熊出现的时候会出现这个 BGM。恭迎趴趴熊，没事的，连可爱的家庭的，谢谢他哇！等一下他哇，你不会帮我收进去了？他哇，你帮我把福利熊之歌也收进去我们歌单是吧？可以，没问题。对，感谢趴趴熊送出福利，好不好？请继续支持丢逼专辑的募资。好，那当你有参加这个募资，然后数字跟动的话，也请可以提醒注意一下。谢谢你们的支持，好不好？还有最后的21天，希望真的有机会可以把这张专辑做出来圆梦，好不好？来，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我其实最近有去翻那个陈星月，他唱现场版的《挚爱》，他唱现场版的跟录音版的啊，本来就是会不一样啦，很正常。录音版本的就是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但是他现场版是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唱法不一样我就很纠结，到底要怎么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
车真带爱哦，好，先睡一下吧，我要思密达塞，然后好好可以被揍。我真的合理怀疑你们在聊天室说刷那个好好的，可能都会出现在我们的一拳特点的队伍。好啦，我们的一拳特点会有贴纸跟印泥哦。好，猪肉标章一拳特点印泥印在你脸上，最好是不要给我洗脸，给我留到下一次 V Stage 演唱会。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会请你先去洗澡。好啦。啊，珍妮姐姐来了！珍妮姐姐最近好吗？珍妮姐姐不，因为每天都很好，每天都超级漂亮的。珍妮姐姐记得吃饭。然后今天伊姆兰妈妈没有来，她应该也是很忙，好不好？然后伊姆兰妈妈欺负我，就会跟你讲，不用担心。好，我们再来挚爱回来，再来炙烧的爱回来一下，炙烧的爱。我才唱的3首歌，为什么时间已经是1点了？我才唱的3首歌，为什么时间已经来到1点了？我才唱了3首歌，为什么已经1点了？到底要洗还是不要洗？你倒是选一个。好了，拜托洗一下啦，可以洗啦，不要这样，还是洗啦。哦，很好吗？啊，猪猪很好，这活动很多，好。要努力的把每次的活动都努力的推出去，这样。你现在蹲他吗？哦，好，春丽姐姐先潜水，然后等一下英兰妈妈来，我就说，今天我没有看到春丽姐姐，她最近还好吗？我调她看她说什么话，这样好不好？12点开播，所以对于水灵而言也觉得还好啦，猪猪嘛。维人午安，欢迎你，维人，我们赞助站来。倒数21天，欢迎大家支持起来。3首歌3点的真的要动。40几件货没送完，好，阿恰快去，頑張ってください。好啦，我要唱歌，就是在喉咙状况还算 OK 的时候，不然等一下又引来下一次的感冒，我得这样唰了蛋。不然他面前装乖吗？不会啦，我是觉得老夫老妻呢，对，是不是装的？春丽姐姐应该一看就知道，对不对？春丽姐姐，等一下，我自爱已经啊，等一下，我自爱，怎么又一次？好，我们再一次自烧的爱，来吧，自爱。我的心，你的心没有交集啊。OK， 好热哦。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熟睡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当初还是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罢了。But so I can't be seen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真待。爱。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
手指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当初还是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罢了。But still I can't resist the falling and down。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真爱，也是我的真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真爱，也是我的真爱。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真爱，也是我的真爱，笑着车真待。你是我的真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真爱，也是我的真爱。你是我的真爱，是我的真爱，笑着却真待。阿贼大赛好像很好吃，因为我很爱吃海鲜类的虾虾跟乌贼。有时候我都会说乌贼是阿贼。你先帮我点阿贼，好，帮我点一份。我要一份阿贼，谢谢。阿贼想不想被揍？逸璇要不要被揍一下？每个来就问说，你要不要被揍一下？有机会被揍哦，啊，7500块啦，可以啦。每个来要问一下要不要被揍。好啦，我们募资专目前努力的就是倒数募资中，里面包含了就是10月18号，真的是一拳特点被揍特点很划算的啦，还送你们那个一拳特点安心猪标章，有没有？对不对？问一个奇怪问题，吃炙烧类的烧烤时候会吃饭吗？有一些炙烧不是有炙烧的那个饭啊，有那个醋饭啊，怎么了吗？肯定是寿司好吃啊。好，外夫先生，感谢挂台，好不好？想被揍的那个募资网址扫进去75C 以上赞助起来就有机会哦。我说的是真的啦，那个姓长名官的什么超度手指舞都要去准备了哦。是不是？我不累好小，会吃一个吗？对啊，饭会啊，却看不出来我在吃饭。过街猪猪，见人喊打，没错，见人就你们要被揍。能跟猪猪推荐歌曲吗？有3天上架的话呢，麻烦你帮我丢那个棉花糖。对。因为猪猪太多事情了，我怕那个聊天室刷上去，马上又忘记那是什么歌，黑下回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好不好？来，我今天可能会反复唱到我觉得 OK， 然后我们才会换其他的下一首歌。你是我的真爱，可能要明确一点，心情要确定，这里要怎么唱，那边要怎么唱。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真爱，也是我的真爱。你是我的真爱，也是我的真爱。盲目的等待。好，这首《挚爱》有吃分。卡瓦，我找到揍你的理由了，快点！卡瓦，不知道怎么有点想揍你了。有，你像在吸我仇恨值，我知道。我找到揍你的理由了，你快点给我下标。我找到揍你的理由了，刀！你居然道貌岸然的就是在改这首歌。好，全部都过来给我揍一拳，知道没有？我要你们全部都过来领一拳特点标章。是真的很想印在你们屁股上了，可是我觉得观感上面真的不太好。对，可能下次那个我就真的没机会出现在 B Stage 演唱会了。
脆皮猪配饭吃吗？对吗？好，再一次炙烧的爱，好吃。哦，反正刚刚已经试了，那就继续吧。肚子饿了，唱炙烧的爱，肚子好饿哦。哦，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熟睡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当初还是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it's all I can is in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真呆。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熟睡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当初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用身体留着你。But it's all I can see i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空无一人，盲目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真呆。我早餐吃很饱，可是现在好想吃饭，唱的肚子很饿，你知道吗？当初，等一下，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当初看不出，却看不出来我在吃饭。好，吃饭，你们大家应该现在都饿了，还没吃饭会吃饭，你们乖，快去吃饭。笑着，什么笑着解钱袋啦？这首歌都没了，全部都没了。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要 handle 住每一首歌的 tempo 啊，跟音准啊。哇靠，不容易耶，超级不容易。已经吃饱了，好，吃饱了快去。还没吃的不要在那边诱惑我。好，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真呆。你是我的挚爱，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好，就这样练吧。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哦，挚爱。我的心，你的心。
呀总，好，又 Q 到人夫了吗？又 Q 到人夫的那个笑着姐姐带是吗？哪有闹色哟你？救命！吃饭的是你们，姐姐带的也是你们，到底干我什么事？我都是被迫害的那只猪。防弹咖啡来下，你要不要被揍？防弹咖啡，星辰那边想被揍。我们像那个赞助那个本频道，目前那个台语募资专案啊，75C 以上套组就有机会被揍哦，考虑一下哈。想被揍的，快点！10月18号真的把你揍到不要的。你有听到什么碾他的？涛啊，我觉得你从即刻开始吸仇恨值了，这样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好，就是被揍的好处。想被揍的哈，为什么要姐姐带？那是你们私密的东西，对嘛？春丽姐姐他们很奇怪，他们男生真的是臭男生，都喜欢想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对不对？春丽姐姐，我们不要理他。就这个《挚爱》这首歌这么的痛苦，这么的美丽，他们也可以说听起来像在吃饭，姐姐带。春丽姐姐，你可以念念他们吗？快点，我要再唱一次。春丽姐姐交给你了。我觉得这时候刘妈在的话，就跟着歪楼，知道吗？还好是春丽姐姐，姐姐最好了，对不对？啊，来吃饭吧！不是吃饭。哦，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熟睡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吧。But so I can't see the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简单。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熟睡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吧。But so I can't see the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简单。越唱越饿，长官在吃饭，你也在吸我仇恨值吗？那只有自己另一半才能碰哦，不然可以。是的，春丽姐姐，好好教育他们，对不对？被感染成功了吗？原来那就是因为你们现在到底有在空耳什么啦？好，我喝口水。
我们福利熊总裁居然还在这里耶！为了不让康熊音乐再次响起，要躲到募资结束之后再出现，不可以！你以为福利熊只会在你出现的时候出现吗？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要假设你可能在潜水，不一定要福利熊出现才出现啊。我也可以就是感谢，就是说哦，我们这次我们的趴趴熊总裁又送出了75C 套组给某一位，马上福利熊小福利小福利又可以出来了，不是吗？对不对？太棒了，感谢我们福利熊总裁。我们期待一下，接下来还有2位，他会狙击谁呢？好期待哦！那个长辈揍了，去跟那个福利熊耐一下哈，去耐一下。我真的想都没想到趴趴熊会变成福利熊，我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好好笑。那个很像是他娃还是牛妈的梗啊。春丽姐姐你们家牛妈她真的是干话之王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牛妈。不是趴趴熊，你不应该来找我好不好？我们冤亲债主的，你要去找就要找牛妈或者是他娃。记住福利熊的这个梗的不是我。我们一起听错的歌词吗？是的，声誉在我这边很多空耳，不晓得为什么。好，这个空耳到了一个极致，数到10。中原普渡就中原普渡嘛，对不对？现在关掉了就没有，我现在还没有出来福利熊。我们接下来是那个数到10，好，不是福利熊的，不用担心，好不好？趴趴熊。我就等趴趴熊看他什么时候的那个名字会改成那个猪猪赐名福利熊，我就等着那一天。搞不好他超想换的，对不对？他在你面前都不敢吗？真男人牛妈怎么会这样子呢？应该说啊，春丽姐姐在春丽姐姐面前就一定不能讲干话，每件事情都很真诚，一定是这样子，对不对？这么有趣，肯定是牛妈。那你们上次说土味情话都没想过。好，可是我觉得土味情话真的是维持彼此感情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它时不时出现，真的会变成一个润滑剂，真的会哦，真的，是不是？珍妮姐姐听到会觉得很油很土，可是也会觉得会心一笑吧？名字不会改，还有赌注在吗？好，但是呢，你的福利熊的主题曲不会少哦，谢谢大家。趴董外面，趴董已经是福利熊了。好啦，我们来6柱纷飞一下，数到10。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啊！小天的土味情话不够土哦，其实也不会啦。小天的土味情话有一种浓浓的那个台湾雕的土味，不是我在讲什么，就是还是有存在一个土味的，你想扒下去吗？春丽姐姐舍不得啦，对不对？来，我们来6柱纷飞，9柱禁烟，来吧。优雅的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蕊，我们都在写错了，再一次，错了，再一次，我唱到第2段去了。优雅的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蕊，沉默的落叶，风来了就要道别。不同的世界没有错与对，人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心酸那些，天
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写，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两颗心三分想念，厮杀过五月天当初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两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奏下去，福利手。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写，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两颗心三分想念，厮杀过五月天当初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两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爱上一个人，两颗心三分想念，厮杀过五月天当初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两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十分感谢。谢谢。毕竟这首歌已经纳入了中原普渡歌会了。想到中原普渡，就是有鸡、有鸭、有鱼啊，不对，没有鸭，有鸡、有鸭、有猪，然后想到就觉得肚子好饿，想到就觉得肚子好饿。好，又是一首数到10。好，我们来唱其他歌曲吧。在这个悲伤路过的人间吗？在这个悲伤路过，有这句歌词吗？谢谢小天。蒲西米亚老师怎么了？怎么这么惊讶？好。那我们来唱，不要随便把鸭献祭哦，原来是好，可是好吃啊，可是怎么阿追啊？阿吹来了，我不用问他要不要被揍，因为他可以被揍了。阿吹可以被揍了，我们现在阿吹就只差他到底要不要去抢那个8月9号晚上8点开跑的那个我们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Message 高雄场的 VIP 资格。阿吹你已经可以被揍了，对，但是我真的很难想象阿吹站在我面前被揍的样子。我们堂堂阿吹
应该是不会想被揍。我在想，阿崔是我揍不下去的其中一位。我大概有2-3位揍不下去，阿崔就是其中一位。我到底要怎么揍他？大老板要怎么揍啦？我鸡米干了，默默跟他一拿赛。帕董放过我，那个帕董薄荷哈，他说不要就是要啦，知道没有？嘿，不要就是要，知道我的意思哈。好啦，我要来唱其他歌曲了。一半被揍的机会，已经拥有了一半被揍的机会没有做。好，你们等我一下哦。我先看一下哦，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爸爸嘞，也是要把歌词找一下。心内有一个所在，是一片大海。心内有一个所在，是一片水田，无云无雨，无风听海吐露。有水价，有田的，田的；有水价，有田的。想要遐困就倒转来，自由自在，无烦无恼。若是跋倒啊，就甲伊当作佚佗。搅拌的拌，无啥大爱，半半的半半的，这声音哪塞？不是大老板，所以老不做得下去，好像不是这样的，就是雅晨那个土味浓厚，对，土味浓厚，也不是说做得下去，不是好。应该说，有时候吐的很想做下去，不知道为什么，吐的很想做。默默跟台唯一能打大老板的机会，想被打吗？想被揍吗？想被揍的大家，欢迎赞助本频道募资台语专案，那个 QR code 扫里边75C 套组以上就有机会被揍。想被揍吗？大龙想被揍吗 ？Jason 想被揍是不是？好，逢人就问要不要被揍。佩佩玉来塞，这下都看猪猪吗？就很忙嘛，谢谢。对，毕竟我的开台时间真的对大家要来就很感谢了。我缺了一个音，残 A 应该是 A 吧。有水价有田的，想要遐困就倒转来，自由自在，无烦无恼。看一下，呀，有水价有田的，好，想要遐困就倒转来。南翔大帝，南翔，有这种好事吗？是的，大荣，想被揍吗？真的揍你们。对，10月18号，凡是购买一拳特点的，就有机会被揍。而且那个被揍的那个刑具，你们可以自己准备吗？我才不要帮你们带。有哦，真的哦，想被揍的吗？欢迎参考本募资专案，我言尽于此了。有这种好事啊，就是有这种好事。你们给我8月9号晚上 MissStage 演唱会 VIP 票抢起来之外，我目前这个募资专案好好的赞助下去，知道没有？哦，是啥会嘞？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喱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响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刚
感谢您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猪卡吞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猪卡吞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无客来地，古早味的锁匙圈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季气。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没错，逢人就问你要不要被揍，因为是真的揍，不是假的揍。我们家大佬姓长名官的那一位，已经准备好他自己的超度手指虎了，好不好？至于那个什么皮鞭啊、衣架啊，或者是藤条啊，会表露你们性癖的那些，就是都自己带着。好不好？这个我就不准备了。而且啊，这次的一拳特点啊，感谢大家的支持之外呢，我还会特别帮大家印制一拳特点安心猪肉标章、制成贴纸，以及现场我会准备印泥，看要印在你脸上，但是不要叫我印在屁股上，我直接叫保全把你抓走，知道没有？丢入大海。至于印泥要不要印在脸上，看大家。但是一拳标章的这个安心猪一拳特点的这个纪念贴纸会印给大家。对，感谢大家支持一拳特点。以及我们的台语募资专案，我们这个文化传承，只要少少的250块以上，就可以变成一个文化传承的推手了。这个就是本频道最重要的一个募资计划，今年度希望可以顺顺利利成功，好不好？然后也欢迎大家的参与。目前感谢已经参与的大家，8月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冲冲冲。一起解锁，你们帮我解锁我台语专辑的梦想，我成就你们想被揍的梦想。かかってこい、不要的鸡，拳拳到肉，有印尼好牛吗？你又来讲干话了。要不是今天春玲姐姐不在，我就要跟她告状。对，今晚 NC 就贵耶，像香菜超级贵的。好啦，宝宝嘞，咱来宝宝嘞一个吼。无啥大爱，快点哦！募资专案倒数21天，大额小额都是好额，忙拎来看先吼。等一下哦。好的，有印度拳头印到让你超度，宇宙大小玩妹很会耶。来，接下来这首歌要推荐给大家，我们本届金曲台语天后李竹新的丢声的宝宝嘞，无啥大爱，宝宝嘞宝宝嘞，免去无爱，很棒的一首歌哦，超赞。你确定他没空吗？我觉得姐姐等下就会过来臭你了，你小心哦，牛妈。一个啊哟哦，我心内有一个所在，是一片大海。我心内有一个所在，是一片水泉，无云无雨，无风听海波浪，有水价有田的。想要遐困就倒转来，自由自在，无烦无恼，嘛是跋倒啊，就甲伊当作佚佗。跋跋咧跋跋咧，无啥代，爱跋跋咧跋跋咧，
免去无爱哟，跋跋咧跋跋咧，免怨叹。爱跋跋咧跋跋咧，搁站起来，搁站起来。时间到我咧就走总，机会到我咧要小找。若是安尼时，又搁无法度放弃的话，目屎一个，头壳呼呼的，点来啊，跋跋咧跋跋咧，无啥代，爱跋跋咧跋跋咧。免去无爱呀，跋跋咧跋跋咧，免怨叹。爱跋跋咧跋跋咧，搁站起来，搁站起来。自由自在，无烦无恼。若是跋倒，就甲伊当作佚佗。咱褪车脚，照紧仔赶，像细汉的时阵，啥物拢唔惊。咱褪车脚，像紧仔赶，像细汉的时阵。跋跋咧跋跋咧，无啥代。爱跋跋咧跋跋咧，免去无爱哟。跋跋咧跋跋咧跋跋咧，免怨叹。爱跋跋咧跋跋咧跋跋咧，搁站起来，搁站起来。爸爸嘞，搁站起来就好啊！祝你姐姐来呢。牛妈一开口，你就想象怎么回事吗？他话不是只有你啊，我也是，就很好笑啊。不是说你今天工作很多 ，BB 不是牛妈那个对，其实祝你姐姐潜水很久了。你跟我回来，不是牛妈，她再不能开车，这样你就不厚道了。开车就是晚上才可以对春丽姐姐开车，只有她的开车，懂吗？太好听了吗，一神？谢谢一神。如果你觉得好听的话，欢迎来被揍哦，谢谢。我上的宣传语就是说欢迎来被揍。我上的宣传语说，你们想被揍吗？来，快点来被揍！我们赞助75C 以上专案，就有一半的机会被揍。另外一半就在于8月9号晚上，您能不能抢到 BIP 资格，好不好？想被揍吗？至少你们有一半资格在我们75C 第2 B 专案以上，好不好？当然赞助我们75C 第2 B 专案以上，我们更开心。Yodokobu， 我觉得是不是？不是只有75B， 75C， 对不起，不是只有75C， 75C 以上的有啊，在不？谢谢大家。对，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宝宝嘞。接下来已经宝宝嘞。你们等我一下哦，很 sexy 的一首歌。我是要找一下歌词哦。我最近就是疯狂推销金曲台语天后的歌就对了。想来控制，想来控制，偏偏那边这好，来吧，来春轮一下，哇，够 sexy 的这首歌曲。
经上去了，那你干嘛还要再下来啦？高铁背管有背给。我今天又不是泪樱花，感谢这首歌。再次，好，要精明概念咯。再去春轮无话总嘛散逝，下晡油门目屎刷淋落来，是谁来控制？谁来控制？边边那边坐，心情身体拢咧听我的，两面好天。两面乌云，两面春风吹来，两面淡泪，两面烧烫烫，水灵叽叽，摇动摇袂离。怨妒怨妒，一个做卖荷尔蒙。快乐快乐，一个做卖荷尔蒙。起起落落，一个。my hormone，哎哎哎哎哎，迷人的烦恼。再去出门，无话总。嘛，敢若明天那会下晡，油门只想要拐伫房间，是谁来控制？谁来控制？边边那边坐，心情身体，若亲像是别人的。怨妒怨妒，别搁做卖荷尔蒙。快乐快乐，别搁做卖荷尔蒙。起起落落，别搁做卖荷尔蒙。哎哎哎哎哎哎哎，迷人的烦恼。荷尔蒙荷尔蒙，哒哒哒哒哒哒。荷尔蒙。荷尔蒙，哎哎呦呀！荷尔蒙，荷尔蒙，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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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尔蒙，荷尔蒙，迷人的烦恼。好 sexy 的一首歌，谢谢佩佩雨。喜欢这首歌吗？很棒很棒，晚上就把它压着，让它忏悔对迪卡不礼貌吗？不会啊，牛妈不会不礼貌，她只是比较爱讲干话。我觉得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所以春丽姐姐，好，晚上把它压着，用那个刑具好好伺候它就好了。吼，格鲁瓦桑伊拉夏，欢迎大家来到猪猪频道。如果有出现的朋友，想被揍吗？逢人就问你要不要被我揍。逢人就问想不想被揍，想被揍是不是？好 ，QR code 扫进去，好，75C，好，套组以上赞助起来，就有一半机会被揍，加油！逢人就问要不要被揍，你们真的好奇怪，真是太奇怪了，真是太奇怪了。好，我要来喝水。只有牛妈受伤的世界。刑具啊，是什么刑具？这我不好说，对不对？哦，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哦。无话总嘛，敢若明天那会下晡，油门只想要拐伫房间。我们画风突变一下啊，来到我们公主，我们戴爱玲不想听见的歌。是做事合不适合，
多选择，好多情感的原则。不管爱着，承认时间更像智者，会为我们挑选出缘分，就这一生。一开始总是天真，相信永恒，爱到信任都变路人，奇怪谁能先开口的成了圣人，有多少不爱的人还在不坦诚，不再为你哭了，不再交付快乐，勇敢听这一首不想听见的歌，就已失眠。为了何必都有人争谁，没有思念里来着，就撑着，不再为你哭了，不再交付快乐，勇敢听这一首不想听见的歌，回想你给的深刻，这胜利是你的合成，陪我一程去把离婚慢慢校正。一开始总是天真，相信永恒，爱到信任都变路人，奇怪谁能先开口的成了圣人，有多少不爱的人还在不坦诚，不再为你哭了，不再交付快乐，勇敢听这一首不想听见的歌，就已失眠。为了何必都有人争谁，没有思念里来着，就撑着。不再为你哭了，不再交付快乐，勇敢听这一首不想听见的歌，就已失眠。为了何必都有人争谁，没有思念里来着，就撑着，不再为你哭了，不再交付快乐，勇敢听这一首不想听见的歌，回想你给的深刻，这胜利是你的后尘，陪我一程去把灵魂慢慢校正。好，不想听见的歌来自公主大爱丽。接下来我们来唱，好多首歌想唱哦。好，
就这个吧。画风突变，变得很悲情。哦耶！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迟疑，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当我走在去过的每个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我找不到理由忘记大雨里的别离，我找不到理由放弃我等你的决心。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轮到这个小坏蛋的安心去上班了，上班不要再搞坏了吧，搞怪了哦。好，可是春丽姐姐她不搞怪就不是牛妈了。好，春丽姐姐上班加油。是啊，一来就看到有人在放闪，
子妍姐姐还好吗？子妍姐姐最近比较忙，对不对？你那下也欢迎大家，飞雪。我们今天随性唱唱歌会，随性的唱唱。好，我们接下来有一阵子没唱这首歌了。牛妈又出现了。最近有点疲倦吗？我的挚友们。想当星辰。等一下，不应该聊天的，再一次，不应该聊天的啦。想当星辰，街角路灯。若爱一个人，切忌爱得太深，酒后尘的信息你别当真，我总感情用事，忘了不可能，也委屈你长期容忍，但我们之间该用什么相衬？难道非要我爱其他的人，你才心安理得卸下了责任？我们不讨论的关系很接近，却不是爱情，拥有无数交集，要丢弃太可惜。火焰的很真不诚恳，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没人不羡慕的关系，只是没结局的续集。为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触不到的恋人，化身只有夜香搪塞。你明知道我不会等到，却放任我等。你真诚心对待的人，辗转找到我，劝我别再伤神。其实我真不想一一询问，从此默不出声，是我的责任。我们不说破的关系很微妙，却不是爱情，容许这种维系，是我不够真情。一再追问，何其愚笨，我也清楚你是怎样的人。荡起灰尘又能如何？我最不应该害你受困，进退不得。我们不讨论的
关系，很接近却不是爱情，拥有无数交集，要丢弃太可惜。我演得很真不诚恳，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没人不羡慕的关系，只是没结局的虚境。为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触不到的恋人，化身只有远相搪塞。你明知道我不会等到，却放任我等。你不知道春丽姐姐在的时候皮要多绷紧吗？屁股痛，长期容忍疼痛。薄荷谁让你痛了？我是不知道啦，但是感觉我们福利熊总裁好像有意要追击薄荷的样子。福利小福利，福利小福利，玩具福利，玩具福利 ，Happy Every Day 。最近这首歌可能会常出现在本频道，希望不要被版权啦。但是那个厂商爸爸可以来找我，谢谢。我也看现在 Mosi 太多 Mosi 了。谁说你很疲倦的啊？子妍姐姐来呀！子妍姐姐，那个飞雪又在皮了。子妍姐姐，子妍姐姐也是每天都好漂亮。哦，没错，是挚友，没错。没有人中午都在试试的时候打哈欠，好意思说哦，两个在放闪啊，视讯，好甜哦。哎，我想想看，我上次谈恋爱是什么时候？哎，算了，不想想了，下一首歌。越想越难过，上次谈恋爱没有这种东西。子妍姐姐，你们一定要幸福，知道吗？春丽姐姐，我这次单身猪为各位献唱下一首歌，什么恋爱什么的，猪猪没有，但是你们一定要幸福，知道吗？来。哎呦，怎么会有这种哦 ，OK， 这个版本没有用过，我们来试看看。我不羡慕太阳，照不亮你过往。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我太嫉妒时光，能离开的大方，不用开口，也就无需躲藏。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笑着与你分开，4年却背对背张望，剩下倔强，剩下合照一张。
去放下。有一种悲伤，留在我过往，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你义无反顾让爱成为我身上的光，给我温暖，却不准我遗忘。有一种悲伤，不想要与你分开，4年才背对背张望。你是所有，你是合照一张。你们都要幸福哦，知道没有？我这只单身猪看着你们一个一个脱单，一个一个子孙满堂。不对，太快了，一个一个步入婚姻，成家立业，然后再子孙满堂，这样才对。大家都要幸福，知道吗？他敢乱来，后来就让他子妍姐姐，哇，子妍姐姐好辣哦，回来让她变成姐妹，好辣。OK 啦，我们再多一个姐妹，其实姐妹不嫌多嘛，我们应该多开女子会，对不对？那很幸福啊，叫我下班要买菠萝油回去。所以春丽姐姐喜欢吃菠萝油，很好吃我自己也喜欢吃的。对，为什么福利熊总裁你还在这里啊？福利熊总裁你不是在忙吗？福利熊总裁你也像想要狙击薄荷，对不对？薄荷刚刚很像说他想被狙击，开始造谣。属于法律问题，等一下，不要检举，我们真的是老中青3代合家观赏频道。要是被福利熊检举，这样反而很奇怪，不是吗？我们这是优质老中青3代合家观赏的，不要这样。等一下，为什么记忆体不足？等一下，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看你们聊天室了？等一下，我再把聊天室开出来。等一下，为什么记忆体不足了？我没有办法看聊天室了你们等我一下哦。なんで？哇！我再把聊天室抓回来，你等我一下。有呢。我把聊天室抓回来，我们再继续唱歌。一定是那个聊天室交了坏朋友，开始造谣。原来贝雪果然是姐妹是吗？黑熊熊伊拉塞，然后菲菲哈密瓜伊拉塞。我看一下。也是单身吗？你各位都单身是吗？没事，我这边也是有只单身猪，就是我本人。这样可以喊救命可以吗？喊救命吗？你叫破喉咙也没有人会来，然后破喉咙就来了。好，对，好冷哦。参与的，我真的就是等一下。急不得，飞水被击了，一个一个结婚成家立业，然后发生家庭纠纷争吵，就找律师协商。离婚，在人生中点为了赡养费。天啊，白熊大弟，你经历了什么？白熊大弟，我真的好想帮你置顶上去。白熊大弟，你到底经历过什么？白熊大弟，我想哭哦，你还好吗？可能是记忆体不足，自己关掉，没有错，就是记忆体不足，没有错。马可多先生就是这样子。松松老师，今天一样是很松的一天吗？我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松松老师，今天一样是很松的一天吗？不如这样子好了，松松老师以及在场与会的大家，你们想被揍吗？想被揍的话，前方 QR code 扫进去，或者是上方置顶连结，给我点落去，领走嘛，真正好好的把你诉好啦，吼。想被揍的看过来，我本来好少。我们目前台语专案募资计划倒数募资中，我们配合
目前 V Stage 演唱会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高雄场的这个场次，我们寄出了一拳特点，讲讲讲讲。想被揍的，我们专案扫进去，75C 套组以上的赞助者就有资格获得被揍特点的一半资格。为什么说一半呢？因为毕竟我们75C 的套组并没有含门票，所以 VIP 门票记得8月9号晚上加油哈，抢起来就有机会被揍。真的揍你们！我说的是真的啦，那个姓长名官的那个超度手指虎已经准备好了。至于那个什么藤条啊、衣架啊、皮鞭啊，那个请你们自备。好，朱迪卡这边只负责不是被揍，对不起，让你们被揍之外，还帮你们准备被揍一拳特点标章，什么安心猪标章之外，还会被做成贴纸，感谢你各位过来被揍。好奇怪，为什么是感谢你各位过来被揍，还有一拳特点标章？所以那个莫公可以考虑一下，好，松松老师也可以考虑一下想被揍啊 ，Market 先生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好，或者是蛮兄大帝经历了一切，不算什么了，被揍一拳不算什么，对不对？黑熊熊想被揍吗？逢人就问要不要被揍，猪猪好凶吗？没有，松松老师，我原本不是这样子的，会画风突变，就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跟我讲说他们想被揍，他们真的很奇怪。于是我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我就真的筹办这个专案的加码一拳特点。谁知道他们为了被揍真的很努力，尤其是那个柚子，你知道吗？哦，猪猪要揍人，我要存钱，我要爆肝剪片，我要存钱了，心情多复杂，你们知道吗？薄荷，你不是还有出号技能算单身吗？不是，对，他不能算单身。你们难上加难的都不能算单身。子妍姐姐说你要喊救命吗？好啊，你喊啊，你看谁救你啊？今天你是什么东西抢不走姐说的吗？啊，子妍姐姐真的好霸气哦！啊，真的是妹妹的偶像，好霸气。哥布林做不到成家立业，但可以更有家立业。好哦，哦，那个说的你经历过，只是没有。等一下。好的，没事的，飞雪，你现在有子妍姐姐了，你现在人生胜利组了，好不好？对，哥布林一起强大，应该算。老婆大人饶命嘛，那个入罪先等等嘛。好，总之呢，最近本频道在聊天室常常会有闪光弹，好，因为毕竟从6月开始，我们的人夫渐渐步入礼堂，7月份又有米业，好，我这边家里的那个喜饼只吃到最后2片，好，真的还舍不得把它吃掉，实在是太幸福了，每一口丝丝入口。顺滑顺口，对，但是我没有说出是哪一间厂商的喜饼，真的很好吃。厂商爸爸有需要可以找我，谢谢。结婚记得要请客，好嘛，下一首歌，大家都要幸福呢。然后你们再来陪我练习一下炙烧的爱好了。肚子好饿哦，炙烧的爱唱着唱着就肚子很饿。哦，好的，谢谢啪啪熊总裁，谢谢福利熊总裁。哦，好的，我知道了。我们啪啪熊总裁即时线上更新，目前呢，它的卫星定位呢，当然是2个75C 套组的名额，但是其中一位是可以领75C 9V 套组内容的，然后另外一位呢，可能就真的只有一拳特点给您。好，所以要报名的要快点去拿一下啪啪熊，知道吗？快点去拿一下啪啪熊。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名额是可以直接把特点里面的那些什么啤酒杯啊，还有那个什么，等一下我用给你们看。我们这次的套组的这些餐具真的是很漂亮，我每个都有拍完美照我真的是很希望有机会真的可以跟大家解锁，然后做什么？朋友一杯来饮好大，免尴尬，万汤狗大。今嘛这条路有你做伴，做啥拢敢甲开我。朋友一杯来饮好大，醒来犹原是我。认真的趁钱，认真打拼，我甲你做阵行。好，希望可以跟你们举杯干杯哦，庆祝。好，所以这个是75C 套组里面的，然后等我一下，还有这个。好，
感到无助吗？不需要感到无助了。你们只要拥有75C 套组，好，每个人都很有助。那个助是什么？筷子 D Zyber。所以我们这75C 套组基本上就是否那个板的可能会用到的这些东西啦，还有冰块啊什么的，不锈钢冰块，这些都是75C 套组里面包含的，真的是台味十足。民以食为天，在台湾文化是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你吃大呗，在台湾人很喜欢用这句话来做一个问候语，怕就好啦，猛问候。这个我们那个问候并不是那个国骂问候，我们是真的很暖心的问候，好不好？我们这个问候包含着我们很暖心的75C 套组，好不好？所以这个套组呢，啪啪熊总裁说，目前他可以再帮大家狙击2位。也是75C 的一拳特点，然后一拳特点里面这个套组只剩最后一份了，然后另外一位如果最后一位是狙击到，但是恭喜你有一拳特点，但是可能套组可能就没有办法再送给你啦。以上でございます。请珍惜你的一拳特点，请珍惜啪啪熊总裁的福利熊特点，快去奶他，知道没有？你知道你在那个啪啪熊面前唱一下那个福利熊歌曲你马上就被狙击了，对，拉仇恨值。拉仇恨值。好啦，我看一下聊天室，薄荷可以好好聊聊挨揍的部分。记得我们没有在斯芬的婚礼接到捧菜，而且没有拿到香菜。是没错啦，对，但是已经有现成的子妍姐姐跟春丽姐姐了嘛，对不对？熊熊还是觉得可爱。谢谢莎莎老师觉得猪猪可爱，那你要不要被揍？你想不想被猪猪揍？可爱的这样问你们要不要被我揍？我揍你们也会可爱，对不对？谢谢福利熊总裁，小天内圈的压三不容易。这位是啪啪姨拉下，不是啊，不是出监了啪啪先生，啪啪先生，你想不想被揍？逢人就问要不要被揍。来，那个75C 套组，那募资专案扫下去，75C 套组以上的赞助者就有机会被揍有机会的。就像拿着那个洗衣板，呼吸可以支援。那飞雪姐姐，我只能说那个好自为之啦对，就是你谁不冷了？子妍姐姐在那边，小小哥喝酒，对，想跟你们干一杯。我真巴不得这次真的有机会跟你们联合搭。起来，有万希望。我丢逼的更加，好想跟你们联合搭。好。阿月饼，啪啪熊总裁，其实我发现大家一直在心里仇恨值。那啪啪熊总裁，你大概知道有哪几位想被狙击啦？你看哪几位顺眼最后2个名额嘛，你再看一下最后2个名额，你觉得谁比较值得被挨一拳，好不好？我们阿月也出现了，阿月应该有这个意思阿月给我回来。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本频道募资专案努力募资中，你们也努力，就是看看用什么方式被揍我们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谢谢大家。叫猪猪断你的腿，福利什么福利？那个猫薄荷也寄出了他的诚意了啊，跟我们阿月饼一样，马上出现就是福利熊熊福利。对，你知道那个这个暗号，这个是想要被狙击到的暗号，知道没有？有福利熊的好伙伴。阿月饼，你要小心，可能下一位是你，好不好？我们直接约线下饼。你看，我们仇恨值吸到了，是不是？他现在用的电脑就可以。好，谢谢大家。对，我没想到这个专案居然可以完成一个对相爱相杀的这个形式。对，我真的是倍感欣慰，真的是非常的血腥，非常之血腥到我觉得我真的已经很久没唱这首歌了。我们来唱一下吧。你们的血腥爱情故事，我在这一次一拳特点见证到了，你们真的很爱彼此，我倍感欣慰，就如同血腥爱情故事般的来吧。你尝过的那些甜头，都是寂寞的果实，而是活生生从心头里割下的我，一块肉像一个赠品，从来都不假思索，
你锐利，我就腥风血雨，洋洋洒洒当个写手，就让我紧跟着你起承转合，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谁可疑，谁可怜，谁无辜，谁苟活，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就让我来代替你承先启后，刻骨铭心像一本情爱小说，越血流越手酸，心越空肉越痛，千刀万剐的感情才生动。不要还给我，不要还给我，你尝过的那些甜头，都是寂寞的果实，而是活生生从心头里割下的。一块肉像一个赠品，从来都不假思索。你锐利，我就腥风血雨，洋洋洒洒。就让我紧跟着你起承转合，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谁可疑，谁可怜，谁无辜，谁苟活，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就让我来代替你承先启后，刻骨铭心像一本情爱小说，越血流越手酸，心越空肉越痛，千刀万剐的感情才生动。不要还给我，不要还给我。再去争了，都太迟了，手心了的牵绊早已没有用了，眼看失去灵魂的空壳，魂不附体的两个人。再去琢磨，都太多了，再浓烈的故事都算太俗气了，写到哪里能刚好就好，才能看得要死要活，爱也要死要活。就让我紧跟着你起承转合，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谁可疑，谁可怜，谁无辜，谁苟活，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就让我来代替你承先启后，刻骨铭心像一本情爱小说，越血流越手酸，心越空肉越痛，千刀万剐的感情才生动。不要还给我，不要还给我。小福利，福利熊，小福利，福利熊，小福利，福利熊，小福利。One two 福利 ，One two 福利 ，Happy every day。One two 福利 ，One two 福利，福利熊，小福利，啪啪熊，小福利啊！谢谢大家。你那个仇恨值吸起来，那个想要被狙击的，就这首歌就直接录给那个私讯 DC 拍拍熊，你就有机会那个可能会有机会被狙击到一拳特点。我哪有很皮？我们是感谢大佬愿意就是为了我们一拳特点形成了一个破坏的局面之外，然后又可以形成双赢，对不对？为我的专辑募资圆梦，然后你们又可以圆梦被揍，是不是？超级双赢，对不对？哦，谢谢，这位是
Daniel 吗 ？Daniel 你好，欢迎你，欢迎你，谢谢你们先帮自己上香。不愧是猪猪这样的氛围直接唱哦！你说的是那个福利熊熊福利吗？这样的氛围直接唱，薄荷可以围动学长扁。你们那个新仇旧恨哦，你们可以在那个 B Stage 演唱会就是稍微就是自己细算一下。至于我这边的仇恨值，我自己都已经先算好了。我期望你各位那几张 VIP 全部售完之外，我还可以全部都揍一拳，知不知道？好，这位雪月兰月影先生您好，请问你想被揍吗？请问这位 Daniel 先生您好，如果是初见的话，真的非常开心，你想被揍吗？疯狂问大家要不要被揍，想被揍的是吗？募资网址我们 QR code 扫进去，或者您目前上方置顶连结的这个专案连结点进去，基础 C 套组赞助起来就有机会被揍哦。啾咪啾咪，阿斯阿斯，千万不要怪我。没有，我马上切掉了，好不好？不要忘记吃午餐，这样被踩也是可以。好，你们自己准备好要被揍被踩。好，我那边能做的，就是把贴纸一拳特点标章贴纸做好之外，我们还一拳特点标章印泥跟印章。好，那传喝谁？好，我们放在现场，想被揍的、脸的、脖子的，好，我们都可以盖上印泥，然后再帮你送上一张标章贴纸作为纪念。太狠了这里好危险，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狙击又会被揍，是不是？我好欣慰，你们的实心爱情故事我好喜欢，都是我的面线，都是我的骄傲。下一首歌献给大家，感觉我们都已经迎来了实心爱情故事了，下一首就来吧。他不血腥，但是他非常非常的澎湃。各位男性们，母系社会献给你各位。啊，怎么唱？啊，怎么唱？等下太久没唱，再一次。应该是啊，对，我想起来了，我的精明干练回来了，大师兄回来了，精明干练回来了。我不会跟天吃草让人下注，什么理由发明什么叫马子？难道是小龙匹马为你生个儿子？我没有兄弟聚会那些幌子，还可以煮好宵夜当作美食。仔细想想你就会知道谁才是傻子。我笑得柔软，心却比铁还刚。世界男人称王，女人却什么都看。不要再说要进厨房能出厅堂，不要再说要会服装又能着床，整个世界没有女人该怎么办？你想，你想。不要以为西装革履就是战袍，不要以为羽毛委屈就是渺小，请以为真恋世界里的那一套，画上几下简直可笑。记得你最喜欢那双袜子，朋友聚会演戏让你有面子，难道我没有发现你目测谁的 size？ 我记得女娲补天岳母慈子，你只将小手读作相夫教子，仔细算算最值钱的只是结婚戒指。我笑得柔软，心却比铁还刚。世界男人称王，女人却什么都扛。不要再说要进厨房能出厅堂，不要再说要会服装又能着床，整个世界没有女人该怎么办？你想。
你可以帮我重复爱我的台词，我不相信你要放弃我的 guts， 我无所谓，你仍旧该是这样子，安静该死。不要以为西装的伪装是战袍，不要以为你冒伪军就是渺小，请以为这人是之类的那一套，画上记下将至荒唐。但是呢，我们这个一拳特点既不荒唐也不无聊哦。喜金呢，真的要揍你们一拳呢！我就问在座的各位，为什么在这个业界被揍是一种奖励呢？你看我干了奶。你か全部わからないんだ。なんで殴るなんで。それはご褒美なの？全部教えてよみんな。そうめんたち。ねえお兄ちゃんたちわからないな。教えてくれよ。是安怎嘞？互人真一棍，这一个乐器是一个就赞的代志嘞。不晓得为什么，总之我们的一拳特检大受欢迎。大受欢迎的情况下，你们想被揍吗？与会的贵宾们，你们要是想被揍的话，敬请支持猪猪专案。好，不是频道，对不起，敬请支持猪猪的第V台语专辑专案，讲讲。您可以扫前方 QR code， 或者是置顶连结点下去，我们的七属 C。第二 V 套组以上的赞助就附一拳特点底来带咯。谢谢大家，10年来还是一样经典，我也这么觉得。神语好澎湃的歌，是的，欧登先生，陈水白熊，你想被揍吗？等我们可以趴下被宰吗？其实是可以的。我原本是有帮你们问那个板，就是说我揍完你们之后，可不可以让你们一群人就是趴在我的那个排队桌前，然后层层堆叠起来，形成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画面。然后板说，这个部分可能因为场地怕说人如果真的是还蛮拥挤的状况下，欢迎您各位面线到场外的立牌前面形成一个层层堆叠难上加难的状况是可以的。然后至于想被踩的话，或者想被揍，你们只能选一个择一，知道吗？好，想被踩的，那我就踩你一下；想被揍的，我就揍你一拳。但是都可以获得我们的一拳特点猪肉安心标章贴纸带回家，吧唧吧唧吧唧！谢谢大家啊，痛在我身，爽在我心。你们真的好奇怪，不是想拍被踩的画面。其实我觉得这个奖励基本上你们肯购买这个奇怪的一拳特点的这个状况，对，看说想被揍还是想被踩，对，这边朱迪卡尽可能迎合您各位，你们实现这就出专辑的梦想，我们也实现你想被踩或者您想被揍，这个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谢谢大家。宣传完之后，我顿时觉得我们家面线真的好奇怪，真的好奇怪，太奇怪了。太奇怪了，你们不觉得吗？太奇怪了。想被揍，为了被揍居然这么努力，我的天哪，好难想象哦。又要福利熊了是吗？没有啦，福利熊常常出来大家会腻掉嘛，我一定等那个趴趴熊在潜水的时候就是故意放出来的啊，让他生气啊。翡翠联盟阿姨，你要不要被揍？佛人就问想吃猪猪煮的卤猪鼻，因为我们从不分离。好，我们土味情话，我们的王者 YF 先生又出现了，谢谢。Baby 是有拍立得的拍照吗？那这个我可能跟板确认一下，那个拍立得的部分，对，我跟板确认一下，他拍立得是在什么时候拍？在旁边录影就好。好，请等一下，揍人的揍到底？等一下，揍人的揍的台语揍。等一下哦，
殴る木哦，好像不是哦，不是金啊，可是为什么有一个是啊，有一个是金呢？揍人，摸一棍，揍一拳，揍一拳，棍，棍摸一棍，太极棍太极棍，画棍画棍，哦，就是猜九拳。毒师有这么努力就好了，他们超级怪他哇！好，摸一棍，想要好臀就给摸一棍吧，好，应该是这样讲才对。小喵喵，你各位绅士，我都帮你问问。啊，月饼，你们真的好奇怪，你们居然真的可以为了被揍这么努力，我天哪！好，木工想被揍吗？隔壁好。被踩鸡蛋，我也被踩，他们也很努力。等一下，我可以问一下是哪一位要踩吗？我可以问一下吗？但我想被打的做法可是层出不穷。对，我这次真的感受到他们为了被打被揍很努力。检举法律问题内容，大家是不是福利熊总裁那个就是我们为了一个双赢的局面嘛。对啊，那毕竟您发福利，您本身又是只熊。那变成福利熊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对不对？而且这个锅不是我扛啦，这个锅是牛妈出来的啊，从牛妈出现的怎么会来找我呢？冤有头债有主啊，快点牛妈出来扛一下，拜托。金都可以，对，我记得金啊，不几根，金几根应该都可以吧？金，对，我就知道你们会歪了。福利熊福利。好，谢谢我们福利熊总裁还在线上，你们快点吸他的仇恨值哦。他现在也在考虑到底要狙击给谁，好不好？好，我们就有这个机会，让他狙击您，让您就是可以获得一半被揍资格一拳特点，好不好？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好双赢呢，好双赢呢。你各位与会的面神们，在你们这么期待被揍的同时，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这3年来的仇恨值？我当天看着你们，心情一定特别的喜悦。但要是有这么一个人或2个人，那个仇恨值吸得太重太深，我不小心失手了，我真的很抱歉。那个离别可能会来得特别突然。我努力了，代表我真的努力忍下，但是我失手了。你们会原谅我吗？离别总是那么突然，我在你留给我的人间呼吸着你的一切，我梦见给你们一拳，是曾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宿命是一支暗箭，速度是一种抗辩，爱你却无可赦免，这余生无人可见，想你有生之年，用我自己祭奠。我梦见自己的余生撕拆，曾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
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我梦见自己的余生，丝缠挣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你们知道吗？给你们的一切总是那么突然，就挺突然的，就做下去了，然后就出事了。你们会原谅我的吧？会吧，会吧，会吧，会吧。我要谁谁啊？就挺突然的，就想揍就揍下去了，我有什么办法？哦耶！阮即马看，咱的钓鱼台去专辑来到30.160.066块咯！哦耶！咱张先生，感谢你的赞助，咱这个台湾家己地啊，空想去追落去，庆祝！耶！来，这张先生，你卡多啊的赞助，应该就是咱754钓鱼的套主梦对啦！迄福利总是来得这么突然，知无？咱张先生唔知是倒一个张先生，真正想要互人摸一棍，吼！但是安尼，你754套主赞助落去就对咯。来，咱看你张先生，家己较讲啥话？好，来到30万咯。哎 ，baby 可以被揍吗？可以的，张先生，您现在已经获得1半被揍资格了。虽然说不晓得您有没有在线上，但是呢，恭喜你获得了1半被揍资格。现在你们抢到754以上专案套组的，您各位想被揍的大佬们，好奇怪。记得8月9号晚上8点一定要准时开抢我们的 VIP 资格，好不好？来，咱今麦送你嘞，到30万1066块，我来改一下，我这样就可以耶！感谢感恩，感谢再感谢，不曾因为被揍不爽过什么原谅。好，对，我的大佬们总是这么可爱，这么奇怪。真的是好奇怪，好奇怪啊！我的大佬们怎么会这么奇怪呢？你们好奇怪哦，你们真的好奇怪。为了想被揍，真的追落去啊，还努力存钱。301066，我现在马上为您更改301066这个数字哦。301066，为了被揍，有这么有吸引力吗？为了被揍，真的这么有吸引力吗？你各位，好怪，但是好爱，对，不得不说好爱。你们好怪，让我好爱，这样可以吗？不要比我讲那么奇怪的话，好吗？你们好怪，让我好爱的。鹦鹉会有单方面的这样子吗？铁的自律不是爱的教育呢？啊，8月1号先生，您说的是对。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未来我有机会生而为妈，我觉得我一定是零体罚的那一个。但是怎么体罚起你各位了？各位熟男们，我凭什么体罚你们？如此渺小的我，凭什么体罚你们？我就问，就凭你们真的很欠揍，有够欠揍，太棒了！你们真的好乖，我就等着揍你们。来，我们的募资条
耶，前进了，好开心啊！姐姐，谢谢你们小妹照，好开心啊！谢谢你们小妹照，我的募资条来到30万了，哦，好爽哦！你们真的很想被揍，我的天哪！铁的自律，爱的遭遇啊！看来真的是不打不成钢，你知道吗？问就是有，自从这个医生特点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我觉得大家真的好奇怪。我之前就这个专案的宣传语哦，好，等一下我们嘎叽底下狂上去，我们继续让它放下去好了。我之前跟大家讲说，这个专案的宣传语是说，因为基本上猪猪频道就是推广台湾本土文化，然后啊，去年就是托可能大宝师的福，我们卡家的成绩也不错，那我们的确想要筹备专辑，那筹备专辑后，我们有更多的原创曲，可以让我们未来的展演啊，不管是3D 还是线下，更加的丰富哦。来，大家支持起来这个专案，一片死寂。接着呢，最近就是我们 B-Stage 演唱会10月18号的一些资讯露出之后啊，对，然后就跟大家讲说，对了，听说就是很像去年有人没被揍，觉得很遗憾，不如这样好了，我们就赞助75C 以上套组以上的大佬们，可能就有资格获得被揍哦。我要被揍，我要存钱哦，我要多存这几个影片，这个要被揍哦，我要爆肝哦，迪卡揍我，拜托揍我。休息嘞，马上我们专案来到了30万。我们家面线真的好奇怪，我参不透大佬，我真的要早一天去吃海底捞了，我的天哪！然后我跟你讲，这个被揍特点放出去之后，还这样就算咯。我那个哪一只福利熊突然跟我讲说，来等我一下。来，我这个 BGM 对，就这只福利熊跟我讲说，猪猪，福利熊小福利，被揍可以迫害人吗？可以迫害人 ，Baby every day， 对，形成了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迫害 DOB 75C 套组。于是大家疯掉了，你们知道吗？我要被揍哦！趴趴熊揍我，趴趴熊狙击我了啊！哒啦啦啦啦啦，哒哒哒。我果然头脑太简单了，我不晓得原来这个一拳特点可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原来这个一拳特点也可以完成一个迫害的形式。大家疯了，你们知道吗？完全疯了，这样子。观众是牛妈，他们好奇怪哦。你看春丽姐姐怎么看？春丽姐姐像在忙，对不对？只是猪猪很比不上本来陌生剧，还扁猪猪，他怎么可能扁我？他给我亲亲抱抱都来不及了，不如你们自己去问板板，是不是给我亲亲抱抱来不及了，对不对？死定王你要不要被揍？逢人就问，反正你们这么想被揍，反正我也这么想出台语专辑，那不如就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逢人就问，你要不要被揍？死灵王，快点，我们的募资专案扫进去就有机会被揍，谢谢大家。玻璃熊全面攻上，全面爸爸来找我不一定有机会被揍，但是我本频道，我相信各位大佬们都会很支持，就是我们的那个专案，如果说有合作机会的话，买爆，好不好？我妈妈暴力不能解决问题，但可以解决你的情绪吗？不打不成钢，一打螺纹钢，哇靠！我们家面线，我只能说，哪一天如果我吃了海底捞，我应该有机会参透他们吧。他们常告诉我，迪卡，我加了你的高阶会员，我们必须省吃俭用，这样子除了每个月可以领猪猪的回馈之外，他们吃得很开心。然后也可以维持猪猪的生计，但是必须省吃俭用。我听了真的觉得很感动，但是他们又告诉我，猪猪加了你的高阶会员，我吃不起猪肩，我省吃俭用，我吃海底捞就好了。又有一位会员告诉我，猪猪，
我每天吃你的高阶会员回馈，好好吃，省吃俭用下来，真的很值得。虽然说我相当带不起我的家人吃西体，但是我们可以去吃芦丝葵啊。怎么回事？大佬的币值我真的不懂，我也好羡慕。我是不是哪一天加我自己高阶会员，我也吃得起芦丝葵了？我是不是哪一天加我自己高阶会员，我也吃得起海底捞？我现在加可以吗？我现在就加，我想吃芦丝葵，请让我加我的会员。我可以加自己会员可以吧？这样我就可以吃得起芦丝葵了吧？最近更有会员说，猪猪啊，加了你的会员真的很值得，你每个月精心替我们制作的料理真的是成本丰厚，还加金箔，非常的值得。我们省吃俭用，真的很开心可以支撑你，也可以吃到这么美好的回馈。但是我们最近可能吃不起海港了，吃不起海港没关系，听说岛屿很好吃，我订到了。我就想到花了发，岛屿很贵，岛屿我也想吃啊！我不懂大佬，我超想揍你们，你知道吗？我这个仇恨值冷3年了，你知道吗？等一下，福利熊，你说什么？拿钱请板板扁猪猪，不要！板板这么爱我，我们都是大高雄工业国的一份子，他怎么可以揍得下去？如果高阶吃王品，只能吃 C 体，这样子可能不太对。他们说吃不起王品，只能吃芦丝葵。金毛虫，你说就左手给右手何必呢？我一看现在是塔瓦吗？反而不是塔瓦就跟我讲说他最近可能国旅太贵去不起，但是他只能去那个冲绳或者是那个大阪，对，而且一次连续去2次，你知道吗？我也好想成为大佬。真的，我们家大佬就加我高阶会员，你看一步入礼堂，一脱单，赚大钱，出国好几次，哇靠，好福气哦！我的高阶会员们都好福气哦。小哥以南山，不是以南山，是感谢加入37个月券的哦。福禄东升厉害咯，小熊可爱大福利。笑哥，你的意思是说你也想被狙击对吧？回到岛屿，那个订到岛屿的那个好羡慕哦！现在给我出来，来被我让我揍一拳，快点！自从加了高阶，做不到那个直棒的摇滚区，但是要抢到你是不是？这个雅晨就是这样子，就是自从加了你的高阶，我们必须省吃俭用，可能就是做不到我们的摇滚区，但是我抽到法香区了，好爽啊！我也想去。芦丝葵不是你看到啊？芦丝葵对他也是点心。他说我们去垦丁是这样的，雅晨没有错啦。对，垦丁不得不说，我们可能民宿的部分要找一下。我们可以往恒春那边找，其实可以有 CP 值很高很高的。你还没脱单吗？阿月饼，你还需要脱什么单？你全台23个县市都有妹子跟闺蜜可以约你，跟我讲说你脱单，不需要。对，只是你要不要而已，知道吗？阿月饼，好吗？我们家大佬真的很乖，很可爱，但是我真的很想揍你们，好想揍哦！好，拜托，谢谢那个基础 C 套组以上买起来，知道没有？芦丝葵牛排式的我就飞，讲到岛屿肯定要分享啊！真的假的？那姐我还没有吃过岛屿，这样很好吃。汉鼎你好，你要不要被揍？想被揍吗？我募资专案扫码进去，75C 套组赞助起来，就有机会被猪猪揍一拳哦。你们好奇怪，跟你们讲说要被揍，我的专案就冲到30万，你们真的很奇怪。加了高真越来越作死不是，我们猫薄荷因为是上上下下的关系我们上上下下也不算作死啊有赢过来佚佗，没赢的准耍嘛是不要紧啦好了，3点了啦，我只能跟你们这边鬼扯。来，我要喝谁？与会的各位，你们想被揍吗？我现在就这句，就是一直到我专案结束，
的问号语。要不要被揍？想被揍吗？来，专案扫进去，我们现在冲到30万了，加油，1/3了 ，Go Go Go！ 来，想被揍吗？快点扫进去。好奇怪哦，这个被揍的话题，你们真的是跃跃欲试哎！谢谢你们大家。我觉得我的挚爱该回来练习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叫破喉咙了，我的挚爱可能也没有办法再唱了，但是还是再唱看看吧。炙烧的爱，想揍你们的心情，炙烧的爱，炙热的恨，想被揍，给我站住起来！我的专案知道没有？越高越好，打死！当不起总裁，这位恰恰，你也曾经是总裁，我就等你回銮，知道没有？加了高阶游戏积分，是不是越打越高了嘛？超服气的好不好，雅晨，对不对？哎，等一下，不要，我现在私讯板板他们会问奇怪的问题，不要理他哈，已读不回就好，已读不回。好啦，我们来挚爱一下，你等我一下哦。炙烧的爱啊，还没，我只是在测音量。然后猪猪最近疯狂在练习，有几首歌啦，因为就是刚好那个金米奖的指定曲哦，其中几首把它挑起来，我们精雕细琢到8月底再看要丢哪一首啊。这首炙烧的爱呢，好吃，不是，对不起，炙烧的爱就是很好听。最近疯狂练这首歌，都考交了。好，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试看看吧。期待跟你们零后搭，我们755C 套组赞，非常适合板德的这些周边，大家记得赞助起来哦。想被揍的最低标是这个，知道没有？皮给我绷紧一点呢！你们这群抖来吧，这群抖下次我要拿那个炙烧罐直接喷你们。没有啦，开玩笑的啦，真是的。来自爱。哦。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的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oh, it's all I can't see thi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真呆。爱，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oh, that's all I can see i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
挚爱，也是我的挚爱，守着这等待。感觉这个爱很香，我也这么觉得。于是我有个梦想，被踹被揍，还真的破喉咙出来，叫破喉咙也没有人理你啊，破喉咙就出来了。多烤焦蛋疼这个，我努力的忍着吃饭跟蛋疼的两个谐音梗，多痛苦，你们知道吗？你是我的炙烧清蒸油炸，好饿哦！谢谢大家。这首《挚爱》呢，练了749次哦，搞不好有机会是把它丢过去参赛啦。对，我们再滞销一次吧，再滞销一次，再次滞销。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熟睡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吧。It's so I can't see it'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守着这等待。爱，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熟睡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it's so I can't see the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守着这等待。好，反正我们多唱几种版本，然后到时候再看要丢哪一个版本过去。各位至少的爱们，你们的血流成河，我好期待哦！至少一下你们，居然就冲到30万了，好奇怪。但是谢谢支持，谢谢支持。目前呢，我们在后台名单看到认识的人，真的还是存在大概2-3成而已哦，2-3成哦，其他都是不认识的哦。到目前为止，这个名单
好暖心哦，好多不认识的。OK， 好开心，好开心啊！最近的宣传，除了觉得币圈的观众真的很怪之外，真的也是很可爱，真的是性癖，真的是难以想象的性癖耶。对，至于你们的性癖会不会表露出来，这个可以在10月18号分享一下你们想被什么东西处刑，我就会知道了，好不好？我追一下聊天室，我是你志霄，金针油炸好吃，蛋疼之歌，谢谢，然后749次大还丹，在志霄要致癌了，是的，欧莲先生，这位是佐尔格，ロイドさん，好，ロイド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ロイドさん你要不要被揍？逢人就问想不想被揍？哎，ロイドさん，听说在这个业界的奖励是被揍，那我给你们一个被揍的机会。来，目前我们这个专案 QR code 扫进去，基础 C 以上的这个专案赞助起来，以上哦，你可以赞助更高的，好就有机会被揍。我不得好小，好，我们赞助的这些网站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对，一拳特点寄出，一发不可收拾，大家疯了。想被揍，专案冲到30了，因为想被揍。我们家面线好奇怪，觉得已经很含蓄了吗？他哇，可是你昨天那个一颗啊，一颗那个阿里瓦内，你昨天用的那个我看不懂，你跟我讲一颗我才知道，你跟我讲说你很含蓄，每个都在骗我。好，至于那个一颗什么东西没有了，就是19就这样子，对对对，他今年19岁，所以他喜欢一颗，就这样。谢谢大家，我们来唱一些可以冷静的歌曲。我们来唱。哦，该冷静了，我们来唱这首歌，冷静一下好了。我们这样来给各位一点沉思的时间，让大家冷静一下好了吼。对，我们需要这个圣人的时间，不是我到底在讲什么？都你们让我变得怪怪的，你们都让我变得怪怪，该怎么办？有，这个很冷静了，我们要思考人生。这首歌可以让我们思考人生一下，进入那个类似圣人的时间，好不好？僕がしようと思ったのは，冷静一下，各位。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海猫が桟橋で泣いたから波の間に浮かんで消えるタコも随伴で飛んでゆけ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誕生日に夏の花が咲いたからその子もれびてうたた寝したら虫の死骸と土になれるから亀虚構の塔台錆びたアーチ橋捨てた自転車木造の駅のストーブの前でどこにも旅立てない心今日はまるで昨日みたいだ明日を変えるななきゃ変えなきゃ分かってるけれど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心が空っぽになったから乱されないと泣いているのはきっと満たされたいと願うから
你们如果真的想被揍，很像这首歌也还蛮适合的。揍到你们觉得曾经想一了百了，曾经可能会被一了百了，这首歌给我放在心里面，小心我真的让你们一了百了。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靴紐がほこってたから結び直すのは苦手なんだよ人とのつながりもまたしっかり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少年が僕を見つめていたからベッドの上で土下座してるよあの日の僕にごめんなさいとパソコンの薄明かり上階の部屋の生活音インターホンのチャイムの音耳を塞ぐ鳥がこの少年見えない敵と戦ってる六畳一間の時をってコールはどうせ醜いものさ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冷たい人と言われたから愛されないと泣いているのは人のぬくもりもしてしまったから一边哭一边揍。哎，胡说八道！胡说八郎先生又来了，请问想被揍吗？想被揍是吗？7星500块以上专案赞助起来，谢谢大家。逢人就问要不要被揍。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あなたが綺麗に笑うから知ることばかり考えてしまうのはきっと生きることに真面目すぎるから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またに出会った中だからあなたのような世界が少し好きになったよあなたのような人が生きてる都是你们想被揍害我走心了啊都是你们很奇怪想被揍害我走心了啦还能主动选择是我要被揍人生好难谢谢大家被到阿出来很难过这首歌我们要聚精会神的难过知道吗尊重呢对不对北斗百炼拳还是欧拉拉打到我的拳术应该还没有暂时没办法这么快啦但是我教练出手咯他现在在帮我练哦练拳击哦你们小心哦久违的啊对就是久违我一直以来都秉持着精明干练真的很久没有让你们听到啊了我真的很抱歉这个啊会渐渐的淡出本频道这只有精明干练会常驻我们频道不是常驻它一直都在知道吗一直都在肚子好饿哦来唱这首歌肚子好饿我来唱这首歌好就是它了来唱这首歌一下不
不是，为什么要？没有啦，小福利不是要唱这首歌，完全福利，完全福利，我不是要唱这首歌 ，Every day， 不是，不是，爸爸熊现在应该不在，反正这个锅不是我，这个锅是牛妈，就牛妈的锅，不干我的事。有一位库玛先生也出现了，这位库玛你想被揍吗？想被揍是不是？之前我500块以上那个赞助起来就有机会被揍，谢谢。快点快点，我换其他首歌吧，我觉得巴巴熊又要出来揍我了。等一下，你为什么还在，巴巴熊？没有，不是，毕竟您称为福利熊。对，您还可以任意狙击2位75C 以上套组，大家感激不得啊！这个一拳特检没想到会引发，就是对，大家这么想被揍的一个对团结力量大，对。我现在你要大人烧神教，今天不是第一首歌就那个叫做暖嗓暖喉，知道吗？我们常做的是精明干练，对，自己都心虚。好啦，下一首这首歌。肚子好饿，所以来唱这首歌。有一阵子没唱了。一首，あれ？吉他伴奏版本超好听，献给大家。君を流すから、だから一緒にはいれないな。君を流すから早く忘れてほしいんだ。人間だからね、たまには違うものも食べたいね。君を流すから、そう君を流すから。でも君がないだよね。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君が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なんでかってだって大体曖昧ないんだよね。愛の存在証明なんで君が教えてくれないか。何十回の夜を少した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たるを並べてみて。何十回の夜を少した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を頂戴。我好久没唱了，我差点又要出来了，又忘记。君を流すからきっと一生は無理だよね。君を流すから胸がとても痛くなんだ。人間だからね、たまにはわかり合えない。君を流すからそう君を流すから。でも自信がないなんだよね。変わりたくないなんだよね。君が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なんでかってだね。大体曖昧だったよね。愛の存在証明なんで君がそこにいるのにね。何百回の夜を少した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たるを並べてみて。何百回の夜を少した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を頂戴。離れないってそばにいてくれたのは結局君一人だったよね。涙のサイズは君の胸に残ってしたんだろうけど。何千回の夜を少した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たのを並べてみて。何百回の夜を少した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を何万回の夜を少したって忘れるような愛したのを並べるから。何万回の夜を少したって忘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を頂戴。なななななな
谢谢大家。OK， 你们等我一下哦，我想去。在的话，先放置 play 你们一下下，待会回来。兄弟啊，感谢你的支持啦，30万啊啦，咱家继续加油啦吼！想别走吗？与会的贵宾们，记得我们的专案75C 套组以上站住起来哟！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喱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济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显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吞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吞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客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圈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风神四界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喱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济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显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吞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吞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客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圈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风神四界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喱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济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显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
甲3D 演唱会。迪卡囤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囤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家子，新计划的干帽徛来底，古早味的锁匙徛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界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大尾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子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显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Hello， 等一下，回来了。等一下，我的水，哦，还在。我以为要被我，等一下，为什么我今天的那个，那个歌为什么就只剩下上面的那个？为什么下面的都没有？为什么歌就只剩下上面的那个？等一下哦，你等我起来哈。等一下哦，为什么啊？有了！我想说奇怪，为什么就只有上面的晚餐歌？原来他在跑，好，在跑啊！好，今天大概也，哇靠！我唱了3小时多，对，怎么一回来就不见了？怎么可以这样 ？VTuber 赛高商你好 ，VTuber 最高，你要不要被揍？逢人就问要不要被揍，在这个业界到底是多奖励啊？哦，想被揍是不是？哦，募资专案那个扫进去哦，75C 套组以上支持起来就有机会哦。我们说的是机会哦，不是一定，但是有机会被揍，为什么？对，因为你那个 V Stage 演唱会的那个票还是要抢起来，知道吗？才有机会被揍。逢人就问，要不要被揍？好啦，谢谢你们大家。很奇怪的，我们家的面线们，很开心来到了3开头的这个数字哦。来，我把卡家的钢琴版放出来。哦，杰克先生，看到杰克先生就想到魔豆。好啊，谢谢你们今天陪猪猪唱歌，然后吉米指定曲的部分也很开心，可以稍微再多练一些细部的部分吧。杰克先生你好，你要不要被揍？我觉得我在8月27号以前，逢人就一定问说：“请问是初见吗？初见你好，谢谢来猪猪频道，请问要被揍吗？想被揍是不是？我前方那个专案网址 QR code 扫进去哦，7500块以上赞助起来，就有机会被揍，谢谢。7500块套组以上啦，要套组哦。对，就是辛苦了，不会，各位与会的贵宾，想被揍的各位，你们也辛苦了，而且还用那种非常很有礼貌的告诉各位说，谢谢你们今天特别过来赞助，我也热切的感受到你们很想被揍的这个心情，我实在是心情复杂。我们家面线真的很奇怪，超奇怪的，但是呢，我也真的很期待可以揍上你们一拳哦。好，那么总之最后就是祝福大家8月9号晚上都可以抢到 VIP 资格之外，我们的这个募资专案在8月27号晚上11点59分以前，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支持起来。
这个对猪猪而言是真的是非常远大的梦想，但是希望在这个8月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实现。你们实现我的梦想，我也实现你们想被揍的梦想，多棒，是不是？担心到时候来的人会说，我听说这个可以被揍啊，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解释，我们要同时满足2个方案，这样子才会有机会被揍，是不是？我们这个方案台要跟好， Twitter 要追好，小铃铛按下去。我们这不是买了 VIP 就有被揍，我们 VIP 是和平的握手，是非常和平的握手。想被揍，你必须特别另外再赞助本频道台语专案75C 以上套组，知道吗，孩子们？8月猪猪一上来就听到8月的我逢人就问，想被揍吗？而且还非常非常的有礼貌。你好，与会的贵宾们，你们今天也想被揍吗？不，你们10月份想被揍吗？你们的机会来咯。好啦，对，和平的被揍，不是和平的被揍，而是和平的握手，就如同候选人谢票般的握手，知道没有？想被揍吗？你必须再额外花7500块以上套组，才有获得玉泉特点被揍资格哦。谢谢大家，为了被揍，你们努力冲到30万，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欣慰，你们都好棒。好啦，来找我们降落的脑婆们咯。哒哒哒，我们要去找谁呢？哇，下午开台的脑婆们还蛮多的哦。我们去找これがこれとそれともこれ。好，我们去找可爱的牛牛欧达，去找可爱的牛牛欧达来玩。猪猪有练前，没错，汉鼎想被揍的，真的有机会被我好好的揍一拳哦，可以追逐打击，天上天上，围揍徒尊。好啦，我热切的感受到你们真的想被揍的决心了，加油加油，一起在最后的8月冲刺冲冲冲哦！来，我们要切片尾咯。感谢今天大家陪伴猪猪练歌还有唱歌。至于想被揍的与会的贵宾们，感谢你们的赞助支持，或者您根本一点都不想被揍，但是也支持本专案的，也非常的感谢哦。来，我们专案来到30万了，谢谢大家。接下来还有20几天的时间，让您来看闲哦。我是咖啡萨玛，新秀二，谢谢猪猪午后美声陪伴吗？也谢谢你们的陪伴。新秀二，我们终于普渡那天久住青烟的歌词，有机会我们来好好的唱上一遍，你觉得怎么样？还有新秀二，你想不想也被揍啊？想被揍的话，记得赞助本频道专案哦。好啦，不闹你们了。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おた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要去找我打完了，大家过去有礼貌的打招呼，最可爱的欧达，最爱他呢。先安呢。明天可能是猪猪的工作天，所以不见得开台。总之礼拜5会再开，好不好？各位抖 A 们，我们礼拜5见咯。大家拜拜拜拜拜拜啊！礼拜5是88节，很重要。88节卖药点歌一定要开起来的，请期待一下我那天会多么的本土，多么的卖药。好，先这样子，大家拜拜拜拜。